你穿越成大秦皇子，获得咸鱼签到系统，每天咸鱼即可获得奖励。10年签到，杀神白起给你看大门，兵神吴起给你当管家。不料这天始皇帝竟能听见你的心声。谁？究竟什么事这么急？快些弄完散了吧，还有事儿要忙呢。谁？有人触犯陛下了。难道只有寡人能听见的声音？无事了，你接着说。陛下，这是徐方氏新炼制的3粒丹药，原材料有千年人参、灵芝、雪莲等天材地宝，光是炼制便要花9981日，一颗能延寿5年。拉倒吧，还延寿5年，吃了能活5个月就谢天谢地吧。并无人说话，果然只有寡人能听见的声音。到底是谁？哼，寡人倒要看看你如何能藏住。这丹药虽是至宝，但寡人也并非独享之人，今日便将这粒赐予你们之中一人。别闹，这毒药吃了要死人的。不过这么多人，总不会刚好赏到我头上吧？赵高，这丹药给你如何？对，给赵高毒死他。反正这家伙是个奸贼，后来还指假赵推胡亥上位，自己掌权当幕后皇帝呢。推胡亥上位，赵高当幕后皇帝，赵高可是寡人心腹，这家伙在胡言什么？切！李斯，这丹药你可要？给李斯好啊，这家伙罪有应得，后面可是和赵高合谋，逼死了扶苏。扶苏会被逼死，还是李斯和赵高合谋？李斯可是丞相，这家伙越说越离谱了。还好，赏赐的都是重臣，如何也轮不到我这废材皇子吧？谁说平日里只会吃喝玩乐，当咸鱼没好处的？谢毕，等等，废材皇子？胡亥，这丹药你可要？不对啊，不是要赏给大臣吗？怎么开始问胡亥这废物了？谢，你不配。我去，父皇您看我做什么？别毒死我啊，父皇，我还没娶媳妇儿呢。臭小子，原来是你在胡言乱语。我去，真到面前来了。父皇别呀，孩儿才刚把屈原离图纸送到天宫阁呢，那可是一牛一夫便能耕地的宝物，有这东西能将耕种效率提升数倍呢。您至少让孩儿试试这宝物啊。一牛一夫便可耕种，能将耕种效率提升数倍，这小子说的真的假的？父皇，这丹药寡人又没准备给你。太好了，还以为父皇要毒死我。这丹药的事情还是后面再商议吧。退朝，寡人倒要看看你小子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陛下可是在为匈奴的事情担忧。你去天宫府一趟，去找到天宫府里名为屈原里的东西带过来。微臣遵命。恭喜宿主咸鱼成功，获得奖励红薯。哟，发财了！公子怎么啦？没什么。对了，后面的花园还空着吧？找点农人进宫里来，将那些花都铲除。公子这是要做什么？当然是种东西啦。本官只问一遍，这东西是谁让做的？这东西谁让弄的？大人，我招，我全都招。陛下，屈原里找到了，就在外头。还真有屈原里这东西，快拿进来。陛下，这是制作图纸和使用方法。神物，果真是神物啊！陛下，这东西真如此之好？谁让造屈原离问出来了吗？回陛下，说是公子夏亲自送过来的图纸。这小子难道之前一直都是在藏拙？不仅不傻，甚至有着逆天才能，目光更是长远，能将未来局势看得清清楚楚，所以才断定李斯、赵高未来不忠。寡人倒要看看这小子是不是真在藏拙。去把虾儿叫来。10年之前，虾仁穿越成为嬴政第6子，并获得咸鱼系统，每天咸鱼便可获得奖励。于是这10年来，虾仁就一直过着咸鱼生活，一天花天酒地，只顾着吃喝玩乐。虾仁，你来了。儿臣见过父皇。父皇这么着急叫我来，难道是最近的动作被发现了？什么动作？这小子暗地里在弄些什么？寡人在天宫府发现了个有趣的东西，虾儿你可认识？屈原里怎么会在这里？完了，绝不能被父皇发现异样。异样？这小子果然有什么不对劲。回父皇，这屈原离着实是儿臣去天宫府弄的。装，接着装，你是如何得到这屈原离的？此事儿说来话长。之前儿臣出城的时候，遇见一名乞丐，看他可怜，赏了些吃的，他便给了儿臣这屈原离图纸，说是大宝贝，能升官发财。儿臣本不信，但后来想想，那乞丐语气虔诚，便还是决定看看这东西是什么，所以才将东西送到天宫府。没想到还没来得及看成果，便被父皇叫来了。不存在的乞丐没有对证，那我如何说都是对的。原来是乞丐呀。
不说乞丐，难道说是我自己弄出来的？这样肯定会被很多人盯上，到时候置身险地。嗨，这小子看来是真在藏拙。其实今日让你来，除了这屈原离的事情外，寡人还有一件事儿想听听你的看法。父皇今天忽然开始问我问题了，难道我隐藏的不够好，在外面的动作被发现了？父皇，请问。现在天下虽然统一，但仍有6国余孽暗中作祟，更有百家暗中活动，暗地里实则是暗流涌动，大秦局势动荡不安。此事你怎么看？我去父皇，你没有搞错吧？我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咸鱼，你竟然问我这种国家大事儿，这不是为难我吗？回父皇，儿臣认为以现在大秦的实力，天下根本无人能挡，谁人不服，杀了便是。无论是6国旧贵族还是谁，不服接斩，到时候看谁还敢反对大秦。废宅就是废宅，尤其目光实在短浅，难成大事了。这种回答连服输甚至都比不上。其实这问题要说难也不难，将能拉拢的拉拢，为大秦统治所用；不能拉拢的便暗中杀掉，如此将他们蚕食拔除，也只是时间问题。而若是想统治更进一步，那便要从儒家下手，将那群大儒化为皇权傀儡，好来宣扬大秦文化。如此一来，双管齐下，大秦未来必定一片安稳。好啊！我去，父皇您没搞错吧？哪里好了？不过比起6国旧贵族的事情，现在父皇更应该关心的，不应该更是匈奴的事情吗？此次不出兵，匈奴还好；若是出兵，必定惨败。怎么就出兵必定惨败了？还有一件事儿。父皇今天是怎么了？父皇请讲。现在边境的匈奴作祟厉害，在边境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闹得边境百姓苦不堪言。此举不仅威胁大秦，更是明目张胆，不把大秦放在眼里。王翦请求出兵征战，你如何看？父皇恕罪，此事儿臣还真帮不上忙，毕竟一直在宫里，对于外面的事情完全不了解。再者，对抗匈奴是国家大事儿，应该交与大秦人才去定夺。儿臣是愚笨之人，妄不敢对这种事儿多加揣测。无妨，寡人只是听听你的意见，并非真的要采纳，你尽管说便是。这事儿太大了，沾上点边都容易被盯上，绝不能说。父皇恕罪，儿臣是真不知。匈奴虽悍，大秦铁骑易锐，若以王翦、蒙恬为帅，正面对垒，必能克敌。然此刻进兵，必败于天气。半月前，匈奴犹是暖阳高照，转瞬便大雪纷飞，天寒地冻。匈奴密报1月一传，此等骤变，纵使王翦亦难察之。铁骑入此酷寒之地，生计尚且为艰，何谈征战？若兵败，6国余孽必乘乱而起，大秦内忧外患交织，社稷危矣。还好听见这小子的心声了，不然就这样贸然出兵，那问题可就大了。不过这小子虽然在宫里，但对于天下局势，甚至是外界局势都了如指掌啊，而且还能根据问题准确提出解决方案来，精准无比。这小子完全就是天降之才呀！说的太差，惹父皇不高兴了。完了，不会又要砍我脑袋吧？寡人什么时候要过你脑袋了？好，寡人很欣赏你啊，仙儿，不错。儿臣惭愧，能得父皇赞赏，实属运气。单凭这曲原理，仙儿你便是大功一件。不过是运气而已，父皇过奖。下人听令。儿臣在。现在寡人任命你为天策子，以后须随百官一起上朝。没搞错吧？我不想当官儿呀，您欣赏哪里告诉我好不好？我改。多谢父皇。好，以后要记住上朝。既然父皇觉得该赏，那儿臣可否求一样赏赐？讲。儿臣想要黄金万两。这小子在宫里有吃有喝的，要那么多钱干嘛？很多地方都需要钱，越多越好。父皇多来点吧。好，寡人就赏你黄金3万两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虾儿怎么没来？回陛下，公子虾说是病得厉害，因故无法参加早朝。病了？你小子借口挺多啊！可有奏？陛下，微臣有奏。讲。天策子事关重大，涉及朝政治理等多个领域，更是代表着皇族脸面，乃是皇家至高之位，如此轻易定下实在不妥，还请陛下三思。有何不妥？任公子虾为天策子这件事情本身就极为不妥。陛下，老臣也觉得是如此。天策子应当是文武全才，并且心系大秦之人，而公子虾的作为，宫里都清楚，整日沉迷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，如此将之立为天策子，实在难以服众。
好你一个李斯，让你解决干旱粮食不足的问题，你解决不了；对于六国余孽和大秦稳定，也没有太好的办法。你一个王翦，只知道要攻打匈奴，却是忽略了天气问题，差点便让大秦陷入一场巨大的损失，严重的话还会让大秦处于内外夹击的处境。这么说来，你们是在质疑寡人？微臣不敢，只是此次事关重大，希望陛下能仔细考虑，免得因为一个错举而误了大秦。是呀，陛下，老臣并非不相信您，只是让公子虾担任天策子，对于大秦乃至天下来说，可都不妥啊。李斯，大旱导致饥民增多的事情，你可有法子解决了？回陛下，微臣已经安排粮食派发，相信饥荒会得到一定缓解。待到百姓生产力恢复一些，便恢复耕种。若是天气不错的话，想必在如此耕种之下，来年必定会有好的收成，饥荒的问题便可解决。派发粮食，等到生产力恢复，你觉得这方法治本吗？寡人有一法，可让耕种效率提高3倍不止。把东西拿上来。赵高，当今百姓用的是什么礼？回陛下，当今我们用的是饥恩礼，普及天下。大秦几乎每个百姓都在用，需要2牛3夫才能耕种。此物名为屈原礼，只需1牛1夫便可耕地。神器，简直是神器啊！如此神器，陛下是如何得到的？这是虾儿献上的。李斯，单凭这屈原礼，你觉得配得上天策子的身份吗？此等神器可造福百姓千秋万世，更是能让大秦国力提升一个档次，乃是无价之宝，何等赏赐都不为过，是微臣愚钝。王翦，老臣在。边境匈奴作祟的事情，你考虑的如何了？老臣恳请陛下给微臣10万铁骑，老臣愿意亲自率兵前往，将匈奴踏平，树立威信，让天下人知道，犯我大秦者，虽远必诛。你觉得此战能胜？回陛下，老臣有7成把握拿下匈奴。递过去。落。这是寡人派人快马加鞭拿回来的匈奴密报。匈奴之地竟然下大雪了。寡人再问你，在这大雪纷飞的天气里进攻，你又有几成把握？老臣有罪，老臣有罪呀！若是寡人将兵给你，而此战却是全面溃败，而此时6国余孽又起兵造反，那大秦又将如何？老臣罪不可恕，请陛下责罚。罢了，事情并未发生。老臣是大秦的罪人啊，请陛下赐罪。寡人说过了，你无罪。多谢陛下。现在你还觉得自己看得比寡人远吗？陛下目光长远，一言一行皆是有深谋远虑，并非老臣所能揣摩。之前老臣还质疑陛下立下天策子的事情，实在是惭愧，请陛下恕罪。此次立天策子的事情，可还有人有意见？陛下英明，此举必能造福大秦千秋万世，臣等佩服。陛下英明，此举必能造福大秦千秋万世，臣等佩服。今日真是多亏了虾儿，不仅解决了朝中大事，更是提升了威信，一举两得。不过这小子不上朝，一天天的，到底在捣鼓什么？公子，陛下来了。参见父皇，父皇怎么忽然来了？难道我在外面练大雪龙旗的事情被发现了？大雪龙旗，这小子竟然在外面偷偷练兵，无需多礼，坐吧。多谢父皇。寡人听说你病了，可有好转？谢父皇关心，早些喝过药了，效果极佳，并无大碍。父皇真是有心，这么忙还知道来看我。不过我没病呀，只是一边要弄红薯，一边又要看看大雪龙旗的事情，实在太忙，没法早朝啊。红薯啊，这又是什么东西？这小子怎么尽说些寡人听都没听过的？无碍便好，你刚被封为天策子，若是真出点什么问题，那朝堂又该忧心了。劳父皇挂心，儿臣身体好着呢。既然病了就好好养，寡人可是听说你出宫去了。只是因为有些药材需儿臣亲自去拿，而且父皇也知道宫里儿臣是待不住的，经不住苦闷，出去走走对身体好。既然是为了药材和身体，那倒也并非大事儿。多谢父皇理解。但寡人收到消息，最近大秦境内有人在暗中招兵，许多青壮年都被悄悄挑走。在父皇眼皮底下，竟还有人敢这样？不就是你这臭小子？完了，不会要被砍头了吧？这也太倒霉了，我就只想自保而已呀。以后父皇若真不在了，那赵高肯定勾结胡亥要杀我。若是没点自己的实力，那不就像扶苏一样，只能等死。想积攒点实力保护自己，怎么就那么难？这小子是为了自保，
赵兵很可能是6国余孽在作祟，你出宫千万小心些，当然能不出宫最好。儿臣明白。还好没发现，不然就麻烦了。来啊，抓到的话任由公子处置。这边你们说话可要算数哦。抓到了，你们先下去吧。事情调查的如何了？调查过了，那公子霞虽然确实献上了曲原离，但却是机缘巧合下获得，可归咎于运气好，而并非有着逆天才能。机缘巧合？说是早年出去玩遇见了一名老头给的图纸，这才获得了此等神器。可找到人了？老奴虽极力追查此事，但所知的消息太少，实在是无从查起。也就是说，那人都不知道存不存在是吧？你觉得此等神器真的是他机缘巧合下得到的吗？老奴对公子霞的日常做过调查，他确实整日只会花天酒地、贪图玩乐，不仅对学术一无所知，还是个绝对的武痴。这样的废人，公子觉得真有可能弄出那样的神器吗？可是黄渤，一个能拿出如此神器的人，在众人眼里都是一副废材形象，这本身不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吗？公子的意思是，公子霞在伪装，那公子有何打算？你知道为什么父皇能走到今天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什么吗？老奴愚钝，抹杀败的可能的话，也就不会出现意外吧。老奴明白，做得干净点，不要留下痕迹。何事？回陛下，有未知组织出现，目标好像是公子虾那边。带上人，随寡人来。不错不错，快快长大，到时候多卖点钱，练兵什么的，不就都有钱了？果然还是因为屈原离被盯上了吗？使用人物召唤卡，请宿主选择所要召唤人物。召唤人物：杀神白起。我叫白起，见过公子。杀！快快快，都给寡人跑快点！仙儿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们都给我陪葬！怎么回事？搜！回陛下，都死了。父皇，你又来看我了？怎么回事儿？这些尸体哪里来的？我运血啊！父皇，就不看了。你不知道外面有情况？儿臣睡得早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出来就看见这惨状了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了。我可得装好了，不能让父皇看出来这些家伙是我的人杀的，不然肯定又得被盯上。刚拿个屈原离出去，就开始找人杀我了。这要是再知道我手下有人，不得挫骨扬灰。果然是这小子干的。罢了，既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回去继续休息吧。多谢父皇，那儿臣告退。哼，竟敢在宫里如此猖狂，这件事儿一定要好好查清楚。诺。将花园打理干净，不要留下痕迹。诺。公子，大事不好了。怎么了？失败了。那家伙运气这么好，具体发生了什么，老奴也不得而知。但我们的人全军覆没。全军覆没？这些人可都是精心培养的，3个都是精英，拿到外面去都能独当一面，竟然全没了。罢了，没了再练便是。可是陛下亲临发现了这件事情，慌什么？可是公子若是被陛下发现的话，这种事情只有查出来才是事情，但若是查不出来，那便不是什么大事情。老奴明白。哟，李丞相，您吃了吗？谢公子关心，微臣吃得很好。王翦将军吃了吗？这小子在干嘛？怎么被人无视还那么开心？不是李斯，这反应太过平常，完全察觉不到心虚。也不是王翦，这老顽固虽然不喜欢我，但怎么说都不会到找人杀我这种地步。这小子原来是来试探寡人的臣子的，不过此等手段好，不愧是寡人的儿子。陛下，找着的时间到了。不急，既然不是这些大臣，看来是某位皇子的手笔了，这下就容易多了。能练出救韩死士的皇子，肯定与救韩有着莫大关系，倒也不难找。救韩死士？可有奏？回陛下，微臣有奏。说。屈原离的事情，微臣日夜督促，现在已推广4个城池，数万百姓用上此物，想必在3月内便能完全普及。好，此事当上，寡人敬你大功一件，能为陛下分忧，是微臣的福分。可还有奏？回陛下，微臣有奏。说，儒家击首孔甲经过咸阳，微臣特使禀报。孔甲，传寡人旨意，
请孔先生到宫中一叙。一个老顽固而已，父皇请这老头干嘛？这孔甲虽然顽固，但学识过人，而且儒家无论是实力还是在天下的地位，现在都是鲜有人能比。若是能让某个皇子皇女归到旗下，总是有利的。陛下，有消息了。查到什么了？回陛下，那群人嘴里含着毒药，来之前便已经做好不会被活捉的准备，乃是死士。可是就喊死士，微臣无能，查不出是哪国的死士。章邯都查不出来的事情，夏儿却知道了。罢了，你去调查一下和就喊死士有关系的皇子有哪些。诺，还有一件事，微臣很是在意。那些死士的身形和配备的武器来看，每个都是千里挑一的人才，战力若不是顶尖黑冰台，恐怕也难以应对。但如此实力的死士，竟然全都是被一击毙命，而且毫无反抗的余地。什么意思？此次杀掉那些死士的人，是一个极其恐怖的存在。这样的人在宫里，只怕会十分危险。夏儿手下的人究竟是何等实力，竟然让章邯都如此畏惧？公子，你想想办法吧。公子，怎么了？陛下那边查到就喊死士了，现在正在调查和就喊死士有关的皇子，我们恐怕要爆了。即使是父皇，应该也查不出来是就喊死士啊。陛下的手段，我等又如何能知晓？看来藏不住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公子，不是我们，是你。公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死士是你派出去的，人是你想杀的，我并不知情，何须担忧什么？公子这是要不认账？我一直被蒙在鼓里，何来不认账一说？哼！公子真的觉得自己能全身而退吗？我不过是一个下人，要说没有任何您的指示就敢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，您觉得陛下会信吗？怎么，即使是垂死，也还是要忍不住挣扎一下吗？老奴本身就是为公子办事儿，但若是公子要弃老奴不顾，那与公子鱼死网破，老奴也甘愿。仔细算算，你女儿也应该是成婚的年纪了，找个好人家嫁了，以后过过小日子，开开心心的，真幸福呢。你小儿子听说功课不错，经常被老师表扬呢，好好长大以后肯定是国之人才。老奴愿意担下此事儿，只要公子保证我家人平安。陛下，查到了，共有2名皇子与就喊死士有关。2名，一名是公子白，现在正在南边边境，想必和死事无关。还有一人呢，乃是公子胡亥，他能请与就喊的将军是挚友，传闻这就喊死士便是那将军所练。此事重大，可要仔细调查，莫要冤枉他。微臣不敢，所以特地调查了公子宫殿的出入者，发现进出的乐师和舞者人数和出来的数量相差甚大，想必那些死士很可能便是在这里混入。先去仙儿那里吧。诺。陛下小心。这杀气，这个家伙绝对恐怖至极。父皇怎么来了？公子小心，此人很危险。你丫的，自己拿着把长剑对着我，跟我说旁边拿着鸡腿的白起危险。张将军误会了，最近宫里不太平，他是我找回来看门的，多少有点功夫，不至于那么防着。这家伙杀气都快把天遮住了，这叫有点功夫。罢了罢了，既然仙儿都这么说了，就不用再多防着了。可是陛下要小心啊。你想抗命？微臣不敢。父皇忽然前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来得如此突然，难道父皇也知道暗杀我的是胡亥了？就喊死士的事情，就连章邯都查不出来，但仙儿却能知道这小子到底用的什么手段。为父过来就是想问你一个问题。父皇请问，暗杀你之人，为父已经查出来，也是一名皇子，你是受害者。为父问一下你的处置意见。既然都是兄弟，父皇稍加惩戒，莫要再犯便是。儿臣也并非计较之人。胡亥这家伙肯定得杀掉啊！不过这种事情父皇也不好动手，毕竟是亲儿子。既然如此，我派人去暗杀便是，干净利落，任谁都查不出来。为了防止魂穿，肉身得直接砸成肉末，秽土转生也得预防，肉末得火化，万一转生成蛊王也得预防，得把骨灰撒到东西南北不同海域，以绝后患。你这也太稳健了吧，仙儿，为父可否请求你一件事？父皇请讲。此次的事情着实是胡亥不对，胆敢对你动手，实在该死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你们都是兄弟，作为父亲，实在是不忍你们手足相残，所以你可否原谅他这一次？这胡亥既然对我动了杀心，留着定是祸患，斩草除根，连渣都不剩，自然是最佳选择。但若真这样，父皇也必定忧烦，毕竟哪有父亲受得了儿子自相残杀？罢了，就饶他这一次，再有下次，定让他死得悄无声息。诺。好，仙儿真是为朕解忧啊。要是能让胡亥赔我几万两黄金精神损失费，多好啊！正好上次父皇赏的黄金用完了，刚好续上。3万两黄金这就用完了，这小子干嘛去了？不过补偿倒是应该有。
此次你能放过胡亥已是大德，但受的委屈不能就这么算了。为父给你5万两黄金，就当对你的补偿了。多谢父皇哟！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，父皇简直雪中送炭呐！等后面一定要给父皇一个大惊喜。这小子又有什么好宝贝了？不过仙儿，你事先知道暗杀你的人是胡亥吗？儿臣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手握千机阁，这天下哪有什么我不知道的？最大的情报机构千机阁，竟然是仙儿的。仙儿，那人为父看着并非常人，真的只是看门的。真的，看来得把白起送去庄园待命了，不然被人发现杀神白起在我手下，指不定又得掀起什么波澜了。杀神白起武安君，那人竟是白起！神秘组织千机阁，杀神白起武安君，竟然都是这小子的。公子，您尝尝这个葡萄。公子，您尝尝奴婢亲手做的点心。好，本公子慢慢尝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奴婢参见陛下。都下去吧。兰儿那边的就喊死士，是你派去的吧？什么就喊死士？儿臣不知道呀。哼，宫中与就喊死士有关的皇子只剩你一人，现在出现就喊死士刺杀仙儿，你说你不知道？冤枉，冤枉啊！虽然娘亲当初给儿臣留下了一些就喊死士，但也只是保护所用。这些年儿臣在宫里一直很安全，用不上，便将那些就喊死士一直放在宫外，何来刺杀虾哥一说啊？寡人只给你一次承认的机会。父皇您做什么？孩儿真不知情啊！父皇真冤枉，是你没把握住机会。陛下留手，陛下是老奴的错。什么意思？刺杀公子虾的就喊死士是老奴派去的，老奴愿意领罪，与公子无关啊。你派去的？不料现在竟然还害了公子，望陛下明察秋毫。如此说来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一手策划，和胡亥无关。都是老奴做的，都是老奴做的。陛下要罚，便冲着老奴来，莫要牵连了公子。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，公子胡亥没有参与过，甚至完全不知情。公子整日的精力都在吃喝玩乐上，对于这朝政的事情，公子向来是不理会的，如何会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？哼，杀！寡人只警告你一次，这样的事情若是再发生第2次，你必死无疑。儿臣不敢。找人替罪这种事情，成功一次已是幸运，若是以后都只想着这个手段的话，活不下来的。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，竟然让父皇不惜如此护着你？不过父皇越护着你，你就越得死。夫子正在休息，还请等我通报一声。大胆，你可知道这是谁？竟然也敢来！这位身着龙袍，体态不凡，一眼便能看出是人中之龙，想必是当今陛下。你倒是有眼力见，既然知道了，那便快些让开便是。陛下，小人自然不敢拦，但夫子特意嘱咐过小人，若是就这样进去，下人定会被责罚，还望让小人去禀报一声。罢了，你去吧。多谢陛下。明知那孔甲故意刁难陛下，还如此大度，真是让微臣佩服。寡人走到今天，被刁难的次数也不少，无需都放在心上。能做到对此类事情不忧心，微臣实在羡慕。如此心境，只怕微臣只生难治。你也可以。陛下说笑了，把让你扰心的人都杀了，你的心境便会和寡人一样。陛下所言甚是。夫子身体实在不适，今日恐无法见客，还请陛下下次再来。你这次寡人不计较，但若再有下次，想清楚后果。那孔甲肯定是故意刁难，陛下就这样算了。你也知道是孔甲刁难，但报信的是书童，为难他有何用？微臣愚钝。父皇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嗨，为父有点事儿刚处理完。那妈儿是打算去哪呀？我要去虾哥哥的庄园玩。侄妹妹，你别乱说啊！我所有宝贝都在庄园里呢，这要是暴露了，指不定会引来多少追杀呢。路途稍有些远，我们得快些出发了。那我们就不打扰父皇了。虾哥哥，我都1个月没见过父皇了。父皇很忙的。父皇事情都忙完了，不如和我一起去虾哥哥庄园玩吧，那里可好玩了。我去，侄妹妹，你这是要弄死你亲哥啊！父皇日理万机，很忙的，没时间，对吧？父皇，为父刚好忙完有时间。妈儿，你这时机选得真好。真的太好了。得让老吴把东西都藏好了。父皇快看，那是教我武艺的老师。这小子身边的人都那么气度不凡吗？夏儿，这不是看门的了吧？不是，老吴是庄园里的管家，这可是吴起啊，气度能平凡吗？兵神吴起，好家伙，杀神白起看大门，兵神吴起当管家，臭小子，你到底还有什么瞒着为父的？不过妈儿，你是在修习武艺吗？老师，我回来了。
父皇，石妹妹自幼体弱多病，习武能强身健体，刚好老吴又懂武艺，我便让石妹妹跟着学了点皮毛。如此也好。那父皇随我进去吧。父皇，我平时就在这个房间习武，里面有好多银色铠甲，可帅了。石妹妹别说了，那是大雪龙骑的铠甲啊！父皇问起来，我怎么解释啊？寡人都知道，不问你。还有前面那个房间也很有意思，路过的时候里面亮闪闪的。虾哥哥说里面都是萤火虫，但我也还没见过那萤火虫。那可是研究火药的地方啊！父皇要是进去没看见萤火虫，我可怎么办啊？前面还有一个房间。安静点吧，父皇今天本就劳累一天，让父皇安静会儿，别吵到父皇。为父不累，今天也没什么劳累的事情，而且听妈儿介绍很有趣，继续说吧。哼，父皇说想继续听，听哥哥的，下次说。那我先去练武了，父皇，练完再来找您。那老奴先忙。这是儿臣经常喝的，父皇尝尝。真是好茶，入口香醇，香气十足，心情都畅快了不少。父皇可是有什么烦心事儿？今天为父去见人，结果吃了闭门羹，多少年没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了，多少有些心切。父皇无需太在意，能见您是他的福分，不见是他的愚笨，他自己的损失。嗨，你小子倒是会说话。不过要见的人很重要嘛。儒家之首孔甲，那些顽固老头有什么好见的？儒家虽然顽固，但也是有实力的，地位也是不低。若是能让你们任何一位成为孔甲的弟子，那是有利无害，为父自然应该争取一下。父皇竟是为了我们才受气的，小事而已，谈不上这么严重。区孔甲，我有一物，必定能让他当场臣服。这小子又有什么宝物？真是越想越气。区儒家竟敢不将寡人放在眼里，要是有个刚好能让那孔甲臣服的宝物多好。是啊，霞儿，你仔细想想，你会不会刚好有这种宝物啊？父皇不会在我身边安插奸细了吧？这也能知道？为父开玩笑的，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？不过看来这事儿确实让父皇很忧心呐，都开始出现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了。这样下去可别愁出什么毛病来。罢了，有风险就有点风险吧，这次就帮帮父皇。不愧是寡人的儿子啊。父皇，前几日儿臣出来玩时，发现一样东西，或许对父皇有所帮助。哦，不知是何物啊？父皇，请随我来。这是什么？此物名为纸，父皇若能将此物带去，即使是孔甲，也得乖乖低下头来。就这么个小东西？父皇请看，这东西竟能将字迹呈现得如此清晰。父皇觉得这东西如何？竟然如此轻薄，这一片能写100字有余吧？若是普通写的话，确实如此，但要刻好文章再印上去的话，能写的字数可提升2倍有余。文章又是什么？父皇请看。神物，果真神物啊！别说是孔甲，就是为父也会臣服啊！这简直是可遇不可求啊！不过如此神物，仙儿你是如何得到的？说来话长，之前儿臣出去玩，遇见一个老头，机缘巧合下获得了这2样东西，回来一研究才发现作用如此之大。要具体说，我也说不清楚呀。父皇说是系统的话，又被认定疯了，要杀我怎么办？仙儿，你的运气寡人是相信的。父皇，这是什么？什么也不是，别问，别想，更别碰。父皇，庄园里不会有人和您抢的，大可不必抱这么紧。败家子，这东西丢一张都是大钱的损失，你不关心，寡人不得看好。对了，仙儿，这一张的成本是多少？具体成本也没细算过，但1两银子的话，做出数百张应该差不多。这么便宜？所以儿臣才让您没必要抱这么紧。廉价也是宝贝。光是纸就让父皇如此宝贝了，等火药研究出来，父皇要是知道那是能一下灭掉数十万人的宝贝，得宝贝成什么样子？这小子竟然能研究出这么恐怖的宝物！火药是吧？寡人记下了。好饿啊，父皇。不会是累着了吧？应该是，本就舟车劳顿，还有习武，然后现在又赶回去，妹妹这女儿身确实容易顶不住。附近可有适合休息的地方歇会吧？前方不远有个客栈，那我们歇会儿再走吧。我先去看看。父皇哥哥，你们快跟上。这丫头不会是在装病吧？罢了，既然都下来了，就歇会儿吧。把钱都交出来。黑店。回陛下，应该只是几名匪徒，微臣已经处理完毕，退下吧。曼儿呢？哼，
兔兔那么可爱，你们为什么要吃兔兔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。兔兔的痛苦，你们也应该尝试一下。父皇，他们好可怕。没事没事，怕的不止你一人，为父现在也有点怕。仙儿啊，妈儿平时都学些什么呀？为父怎么觉得他和平时相差甚大啊？没什么呀，就是些强身健体的皮毛功夫啊。这是皮毛功夫。还能学什么暗杀技巧、行动身法，还有力量训练。侄妹妹可是女孩儿，难免会遇见什么危险，比如遇到石头、老虎、石头、野猪什么的，没点功夫怎么保护自己啊？你是不是对危险有什么误解？那妈儿现在的实力到何种地步了？皮毛功夫能到什么地步？也就强身健体而已，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但张涵应该是打不过石妹妹了。黑冰台之手竟然打不过妈儿！夫子，陛下又来了。又来了。说是有东西给您看，不看的话后悔终生。后悔终生罢了，让他进来见一面吧。见过陛下。无需多礼。听说陛下有东西要给老朽看，而且还是不看我后悔终生的东西。确有此物。老朽活到这把年纪，见过所谓的稀世珍宝，数都数不过来。陛下不是在说笑？此物非那些俗物能比。罢了，既然陛下如此自荐，那便让老朽看看吧。不过看完了，还请陛下离开，老朽有些累了，要歇息会儿。这是什么？此物名为纸。竟然如此清晰。还没完呢。还能这样？这一张上的字抵得上这一竹简吧？神物啊！陛下说的没错，这东西不见，老朽必定后悔。陛下这是做什么？东西看完了，寡人也该走了。这是刚才先生说的。刚才是老朽觉得有些累了，所以才……那你现在不累了？现在好多了，完全能和陛下再多聊聊。寡人没心思了，还是就此作罢，下次吧。陛下留步，就当是老朽请求陛下，关于这纸的事情再多聊聊吧。若能让儒家的学生都能用上这纸，那以后完全有可能让儒生遍布天下。寡人可以给你纸，但有2个要求。陛下请讲。第一，给寡人的子女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有机会能拜入你门下。老朽答应会出题考验公子公主，若是通过，老朽便亲自教学。第二，待到这纸普及，儒家要给寡人夫子5000。这倒是可以，不过陛下要这么多夫子做什么？寡人的目的可不仅仅是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，而是要让这天下人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。赵高，你看见孔甲刚才的模样了吗？看见了，在陛下的手段面前，儒家之手又如何？不也是乖乖臣服？是啊，之前还摆架子不见寡人。对了，有一件事你去查查。陛下请吩咐。去查查夏儿以前是不是发生过特别的事情。陛下，您让微侦查的宫几下的事情有结果了。快说。回陛下，宫几7岁时曾说过一个谎言，当时受到重罚，差点丢了性命。差点丢了性命？当时正值燕国投降，特地奉上凡与其人头和燕国种地地图，诚意极大，咸阳内外一片欢喜。但当时的宫几侠却是站出来喊出来不同的话音。你是说夏儿喊着来送东西的人是刺客这件事情？是的，公子因为这件事受到了重罚。后来运丹那边甚至想追究公子的责任，还是看在陛下的面子上，公子才保住一条命。就是因为夏儿，所以使得那燕国的阴谋暴露，所以燕国才放弃了刺杀计划，最后老是献上东西。难怪这小子不敢说，明明说的是真的，没有人相信不说，甚至还受到重罚。今晚好好睡一觉，明早入城前按计划行事。诺。一大早搞这么大阵势，什么情况这是？陛下，言已经到齐了，开始吧。儿臣见过父皇。陛下，听说公子白在回来前刚收复3座城池，击退百越大军10万，此等作为颇有陛下年轻时的风范。微臣认为应当好好奖赏一番。说得不错，白儿此次既受功，当奖。儿臣为父皇之子，也为大秦之臣，击退外敌，捍卫大秦，乃是分内之事。此话不错，但赏不能少。那臣便不辜负父皇的好意了。若是父皇觉得可以的话，我想带上几名将领到宫中各处走走。你就要这个？儿臣路过时，看见院子里的花开的灿烂，处处透着安宁。无论是儿臣还是那些将领，基本都是在厮杀中度日。如此美景，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奢求。若是能带给他们片刻安宁的话，就更好了。但宫中戒备森严，想要带他们四处看看，还得父皇允许。你也是有心了，寡人允了。多谢父皇。夏儿啊，你可要和你4哥多学习啊。
我会的，父皇。学什么？学造反吗？看这家伙笑得这么开心，看来造反的事情已经准备妥当了。白儿要造反？白儿如何会造反？会不会是仙儿弄错了？赵高，臣在。让王翦马上过来。老臣见过陛下。免礼。陛下如此匆忙召见老臣，可是有什么特别吩咐？此次白儿回来带了多少人？公子白，只知道跟随进宫的有数名将领，其他的老臣也并不清楚。你去将这件事查清楚，绝不能遗留一点蛛丝马迹。No。还有白儿回来的动作，你派人暗中探查，不得遗留任何事情。No。去吧。奋力抵抗百越的白儿，真的会做出这种事情吗？叛军这边也已经开始分发武器，公子白也开始调查起城内的布防情况。陛下，此行公子白除了带着随行的将领之外，还让不少士兵回家见家人。多少人？登记在册的不过数千人，但老臣仔细调查，放行回家的士兵都并未登记，人数仔细算起来的话，可能有10万余人。10万？老臣不敢妄言。这小子竟然搞如此大的动作，而且故意隐瞒，这事肯定不简单。白儿最近都带将领去了哪里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和之前说的一样，只是带人在宫中各处闲逛，只是并不像是公子白所言，为了看风景而逛。说清楚。虽是闲逛，但老臣分析过他们逛的位置，发现那些有美景的花园，他们只是一带而过，反而是重兵把守的地方停留颇久，特别是出入宫里的大门，待的时间很长。你的意思是，那小子在摸宫里的地形？老臣不敢妄言，公子白虽有大功，但老臣也绝不能因此变大意。他的这番举动确实有此嫌疑，还望陛下明察。起来吧，你也是为大秦着想。你先退下，寡人想静静。对了，仙儿一定有办法。等到火药弄出来，枪的事情也可以提上日程了。不过这造枪需要不少稀有材料，找起来肯定麻烦，看来到时候得多花些心思了。枪？那又是什么东西？儿臣见过父皇。无需多礼。父皇忽然过来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并无特别之事，只是刚好路过，就顺便进来看看仙儿你，顺便尝尝上次的茶，那味道为父现在也是很难忘啊。这样啊，父皇稍等。就是这个味道，果然仙儿这里的茶味道很特别。若是父皇喜欢的话，我让人将茶叶送过去便是。这倒不用，为父想喝了会过来的。对了，仙儿，这次你四哥回来的事情你怎么看？四哥回来挺好的呀，毕竟外面那么辛苦。父皇怎么忽然问这个？难道是发现什么异常了？不过以父皇的才智，造反那么大的动作，肯定是有所察觉的。说着是在外面御敌抵抗百越，实际上大多心思都花在笼络人心上了。为了打好关系，没少花心思，不枉他辛辛苦苦密谋这么几年。几年？这小子难道从一开始便想要造反？寡人还以为他是真心在边关御敌，没想到暗中想着的竟然是这等事情。为父知道很好，但最近听王翦说你四哥的行为有些不对。果然是发现异常了，有什么不对？儿臣不懂。说是带着将领观景，实际上却像是在观察守卫情况。不摸清楚守卫情况，怎么杀进来啊？父皇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心里不是清楚的很吗？根据王翦将军所言，你四哥有造反的倾向。造反？父皇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四哥如何会做这种事情？父皇不愧为千古一帝，果然察觉到了这件事情。千古一帝哟，这称号寡人喜欢。按王翦分析，确实有这个倾向，但整个咸阳能调动的军队20万有余，而且更有王翦坐镇，更别说黑灵台和章邯等人的战力，这等实力摆在这里，那小子要如何造反？儿臣也不知道。寻常时日自然无望，但半月后便是咸阳大吉，此事便有了转机。届时四方百姓云集咸阳护市，城门盘查松懈，可令麾下将士扮作百姓分批潜入，而城中守军因难得的团聚假期，多半会获准归家，城防空虚。这般良机若能牢牢攥住，城市未必无望。赶集日哦，原来是这样，那小子就是靠着这日子悄悄把兵马拉进咸阳的，机会抓得也不错。那时候咸阳确实很空虚，虾仁这小子平时看着没啥用，暗地里竟然什么都知道，实在是厉害。好，说得好。父皇你没搞错吧？哪里好了？父皇你别这样，我好怕你这样子不会也是个带系统的挂逼吧？挂逼？那是什么？
这几日你自己小心些，保护好自己。儿臣明白。父皇也是有心了，这种事儿竟然都透露给我，为的就是让我自己小心些。不过区公子白，莫说他造反不成功，就算成功了，我2日便可将他杀穿，把皇位夺回来。2日？夏儿开玩笑的吧？好歹人家也悄悄谋划了数年，才等到这个机会的。公子，陛下召见。父皇这时候找我做什么？说是许久不见公子，想和公子出去打猎。上次一起打猎还是数年之前了吧？确实过去好几年了，我的打猎还是父皇教的。青出于蓝了。父皇说的哪里话？就儿臣这点天赋，只怕一辈子都追不上父皇的脚步。来了，距离已经合适了，你为何还不动手？白儿，一件事不能只看着他的现在，要看他的未来。看准未来，才不会失手。这么久过去，父皇打猎还是如此厉害。白儿，你喜欢狼吗？父皇为何这样问？寡人很喜欢狼，它们团结而又强悍，有很强的执行力，乃是少有的能达到团队合作的物种。在团队合作方面，确实如此。狼群除了团队合作相似，还有一个和人很像的地方，就是选出头领的方式。无论是厮杀还是别的方式，最后选出来的都是最强者，能领导这个团体的存在。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好吗？其实臣对狼这种动物不怎么了解，所以不知道怎么评价。为父觉得很公平，毕竟在挑战想要成为新的头领之时，挑战者也面临着付出生命的代价。只是仅有付出生命的代价是不够的，实力才是关键。打这么久的猎，你也很清楚吧？狼知道扑向猎人会死，但还是会那样做，这就是他们对实力的认知不够清晰。无论是狼还是人，都应当看清自己的实力。若是看不清的话，猎物将自己误认为猎人，那便只有死路一条。陛下，您没事吧？无碍，将那小子的一举一动都盯好，记得去把猎物带回来。诺。赶集日咱们得做点不一样的了。怎么了，公子？布防图的事情准备的如何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发下去了，万无一失。公子如此模样，可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父皇好像发现什么了。陛下发现了，也有可能是本公子想多了。公子，要不我们放弃吧？现在放弃的话，放弃？你这混蛋在说什么？若是事情败露的话，那后果没有退路了。我们的赌注是值得的，权力、金钱、地位，只要成功，能得到任何想要的东西。属下明白了。如何了？那些未登记在册的士兵已经装成百姓，开始潜入咸阳，数量庞大。这么说来，寡人现在看见的人之中，大多数都是潜入的士兵。情况和陛下所言差不多。这臭小子最后还是选择要走那条路。罢了，人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既然这小子选了，那便让他看清后果吧。陛下英明。传寡人旨意，赶集日召集百官，我们齐聚朝堂，一同畅饮庆祝。诺。你说父皇下令要百官在赶集日畅饮庆祝？公子，消息已经在宫里传开，百官都收到了请柬，陛下也邀您同去，真是天赐良机啊！公子，陛下竟然在赶集日选择畅饮，那百官岂不是都会松懈？本以为将士放假已是最佳机遇，没想到父皇还做出如此决定，看来真是上苍要让这大秦易主。如此机会实在巧合，定是因为公子是天定之子。诸位爱卿因为大汉屈原礼等诸多事情，近段时间也受了不少劳累，今日便趁着这大好日子，好好放松一番。臣等多谢陛下。陛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此等场合如此急躁，成何体统？微臣知罪，但事出紧急，还希望陛下快逃离。为何要逃？公子白带着数万人马杀来，马上就要杀到章台宫了，陛下快些躲起来吧！怎么会？公子白杀进来了。宫殿是寡人的宫殿，大秦是寡人的大秦，区区逆子也妄想让寡人退避。属下也明白，但是现在的情况，退下。可是陛下，陛下放心，属下就是拼死也定护陛下周全。区区小事儿，还望不要扰了诸位兴致。给我冲！陛下说的不错，区区小事可不能就如此简单被咬了兴致。这大秦有陛下在，乱不了。
陛下说的不错，大家继续放松便是，区区小事儿，不足挂齿。二人都清楚，以使皇帝的城府绝不是那种刀已经悬在脖子上还想着玩乐的人。百官闻言面面相觑，随即也是慢慢平静下来。想不到父皇竟也有犯傻的时候，大祸临头还只顾着享乐。嬴政，出来受死！罢了，随寡人去看看这场闹剧吧。白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父皇，您该让位了。就算寡人敢让，你有自信坐上这个位置吗？我的剑会给出答案。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回头便饶你一命。只见漫天剑雨倾泻而下，虽然有些效果，但随着剑的消耗殆尽，你也没有后手了吧？只剩这点人，你真觉得能将寡人如何？父皇，你真觉得自己掌握了一切吗？这只是我从东门带进来的人，算着时间，其他几个门的人也应该快到了，10万余兵，这也能算这点人？10万余人。寡人分明告诫过你，若是看不清自己的实力，而错把自己当成猎人的话，会死的吧？现在看不清自己实力的人是你吧？无论从哪个方面看，我都是站在必胜局面的吧？你为什么觉得其他门的人能杀到这里呢？公子，不好了，公子，你带的人呢？属下带领的3万人马，之前本来还是一路畅通，但不料途中遭遇伏击，现在只剩下这几人了。别的门的人呢？别的门全军覆没了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就算是你也不可能做到如此地步。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能站在这里，是寡人给你的机会。就算是死，也要与你同归于尽。黄口小儿，休得放肆！区区小事儿，莫扰了雅致，我们回去继续吧。愣着做什么？别忘了，我们是叛军，若是败了，全家都得死。现在我们唯一的机会，便是攻下这张台宫。众将听令，踏平他们。谁看见公子白那叛贼了？我好像也好一阵没看见那小子了。回将军，刚才慌乱之中，属下好像看见那叛贼在往南方移动。狡猾的家伙，动员将士拼死战斗，自己却逃了。你们整理现场和剩余的叛军，我去助王翦将军一臂之力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逃出去，绝不能如此轻易就死在这里。父皇如此溺爱这小子，甚至册封他为天策子。若是用那家伙做人质的话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四哥，轻点儿，这门我挺喜欢的。不好意思，我下次会注意的。大半夜忽然造访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没什么，只是想着许久未见，便来看看你。造反失败了吧？想要挟持我做人质吗？这家伙怎么会知道？既然知道了，那你最好乖乖就范，不然……这又是谁？怎么这么强？小科科，我自己来就好。果真吗？你为什么觉得你能打得过我呢？这小子接下来会去哪里呢？看这血迹，应该是往那边逃了。那个方向不是？糟了，那是公子虾的宫殿，莫非他是想要抓公子虾当人质？两位将军可算是来了，这家伙冲进来便要杀我，太可怕了！公子莫怕，有微臣在，他奈何不了您。救命！我怎么感觉公子虾更可怕？公子虾究竟是何等的实力？本公子自有天生神力，我就是自卫乱挥舞了几下，误打误撞，没想到就这样了。天生神力，我怎么没听过？你现在不就知道了？若是公主都有那样的战力，那么公子……本公子天生神力的事情，还望二位不要宣扬，免得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并不是只为了我自己考虑，也是为了你们考虑。陛下，王翦将军久见，让他进来。老臣参见陛下。直接说结果吧。回陛下，叛军已经被完全控制，活捉3万余人。公子白妄想挟持公子虾逃跑，也被我们抓回。虾儿没事吧？公子虾没事，倒是公子白只剩一口气了。哦，虾儿打的。虽然没有看到具体情况，但应该是
这小子平时看着不学无术的，没想到暗地里还是有些东西啊。公子虽不张扬，但想必暗地里的才华不会少的。你觉得仙儿的天赋怎么样？公子的天赋万中无一。仙儿已经到如此地步了，王翦的实力他是清楚的，绝不是那种为了奉承说假话的人。活捉的叛军，陛下打算如何处置？先将他们关起来吧，待寡人好好思索后再做决定。明日一早，让李斯、赵高、王翦还有仙儿一起来面见寡人。诺。陛下，造反性质恶劣，对于大秦治国影响更是严重。老臣认为应当严惩，所有叛军都应当斩首示众。王翦还是王翦，这提议倒是符合他大将军的身份，但斩首这种事情是肯定的，仅仅这样就结束的话，也太轻了吧？还有吗？斩首以示警，更当严整军纪，一设巡查阻案的查访，凡查见结党营私者，立斩不赦。如此既可杜绝谋逆之患，更能以儆效尤，令朝野无人再敢结党妄为。这主意倒是可行，多少有些作用。这主意有用，寡人会好好考虑的。老臣以为兵权授受有当慎重，今重兵轻被煽惑谋逆，实因领兵失当，此后当立完善兵权管控之制，凡重大兵力调动，必经核准方可施行，如此便能严防此类祸端再发。寡人觉得也是。赵高，你怎么看？回陛下，此次判案影响激烈，当依大秦律，将叛军缉予，连坐其处，此举季节宵小，将律法即为，更能顾陛下依法治国其纪。族人也搞的话，那我不是也得被杀头？父皇还是族人一类呢？赵高，你这不太行啊！李斯，你呢？回陛下，微臣认为斩杀叛军示众是一方面，另外一方面应当借着此事发挥，杜绝叛乱根源，以防以后再发生这样的事儿。你倒是说说，如何能杜绝叛乱根源？兵权的问题，王翦将军已经提了，这主意很好，在一定程度上便能杜绝上叛乱问题。但若是想要再进一步，微臣觉得应从将士们的信念上入手。你仔细说说。今斩叛之举必令军中大振，微臣以为一当提高俸禄，以安军心；二便是将此案宣遍军中，引以为戒，使全军皆知谋逆之重祸，方能从根本上杜绝叛乱，故大秦江山安稳。不错，此法子确实应当好好考虑。本公子只需一计，便可让大秦10年之内无人敢反。哟，仙儿，这事儿你可有什么好办法？如此大事儿，儿臣哪里能懂什么？父皇还是多听听老臣们的意见。至于儿臣，还是多学习一下。若是以后有了想法，肯定第一时间告诉父皇。你小子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。这事儿的重心根本就不在如何处置上，毕竟无论如何处置，这叛军肯定都只有死路一条。所以这事儿的关键在于宣扬。若是你就这么悄悄杀了，天下谁知道啊？但若是你昭告天下，将所有人都拉去，并统一处斩，那就另当别论。整整数万叛军，到时候仅仅是那成山的尸骸，就能震慑住大部分的人，让他们再无谋反之心。说得不错啊，如此多的叛军，若是公开处斩，仅仅是那个数量，只怕便会让人心间一颤。这样取到的效果和处斩在昭告天下，简直是天差地别啊！除公开处刑以震慑四方，更当大张宣扬大秦平叛之举。彼时全军赶集，军心松懈，公子白率10万大军突入，合围章台宫，而我大秦诸将临危速断，数时辰内便尽数制服叛军，稳控局面。将此意遍传天下，使世人皆知大秦雷霆掌控之力，敢与大秦抗衡，唯有死路一条。如此，天下再无人敢生反心。好啊！父皇怎么又开始这样了？侠人能有如此的好学之心，寡人甚是欣慰。好啊！陛下对公子侠也太溺爱了吧！这种小事儿竟然也要夸奖一番。叛军肯定是要杀的，但若我们将处刑的方式改为公开处刑，让天下人都能看见，各位觉得如何？公开处刑，数万叛军公开处刑，仅仅是那成堆的尸体，也足以让天下人认识到胆敢反抗大秦的恐怖了吧？如此一来，何不公开处刑，简直是天差地别啊！天下人都看见这惨状的话，那必定会将反叛的后果铭记于心，绝大部分人绝不敢再有反叛之心，对于大秦安定是有大作用的。虽只是小小的改变，但取到的效果却是天差的别。陛下此计实在厉害，微臣智慧不如。父皇就是父皇啊，果然想到了。别急，寡人还没说完呢。此次叛乱正处赶集日，大秦内外皆是一片松弛，而在如此情况下，大秦只用了数个时辰便扭转局面，不仅将叛军完全控制，更是活捉叛军首领，将如此真实的情况传播出去。各位又觉得如何？
好计策，不过怎么听着好耳熟呀？神策，真是神策啊！如此一来，天下必定知晓我大秦战力，只怕各方势力都会倍感敬畏。确实如此，短短数个时辰便镇压10万余人的军队，这种恐怖的战力，任凭谁听了都定不会与之为敌。此番言论对于大秦的稳定，简直有着天大好处啊！陛下英明。大秦的此番行动让各方势力都是一惊，只觉得大秦战力恐怖如斯。这件事儿在天下掀起巨大波澜，大秦威望更是上升到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。陛下此举真是英明，告示加上公开处刑，之前大秦的那些闹腾的地方一下就安静许多了。陛下这次真是神了，寡人能想到如此计策，说起来也是有些运气成分在里面的。能想出如此神策，那也是上苍的意愿。陛下不愧是天选之人。都坐下吧，等王翦来便开席。这阵子你们都辛苦了，值得寡人这番犒赏。算这时间，王翦将军应该到了才对呀。王将军，快落座吧，大家都等你好一阵了。陛下恕罪，老臣要先禀告一件事情。说。陛下，刚才边境传来急报，匈奴那群恶贼集结兵力，又开始在边境作祟了。此次入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至少使得我大秦百姓死伤数千，更有数不清的房屋化为灰烬，无数百姓家破人亡。此事儿反响巨大，绝不能轻易就罢。王翦，匈奴那边天气如何了？现在冰雪已经融化，此刻天气不冷不热，正是出兵的好时机。老臣请命，陛下若给予老臣5万铁骑，老臣必定击退匈奴，以保大秦安宁。你给寡人一些思考时间，很快会给你答复。诺。马儿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专门来找虾哥哥的。父皇您怎么来了？为父来也是找虾儿的。那父皇等一下吧，虾哥哥弄好吃的去了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好吃的？那东西叫红薯，甜甜的，吃起来软糯软糯的，可好吃了。父皇您到时候一定要尝尝。红薯？儿臣见过父皇。无需多礼。这就是马儿你说的好吃的。父皇您还没尝过吧？快些尝尝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入口竟然如此香甜。父皇，这叫红薯。红薯？不错不错，这口感也是很软糯，这东西不错呀，虾儿。父皇过奖，何止不错啊，这可是亩产4000斤的宝物。什么？亩产4000斤？乖乖，这东西这么恐怖！大秦的粮食作物亩产几百斤已经是大丰收，还得风调雨顺、天公作美的天气才行。而因粮食不足的问题，很多百姓都是吃不饱，处于挨饿的状态。亩产4000斤，那除非是神仙。父皇您别担心，管够的。寡人是那种担心不够吃的人吗？父皇尽管吃，若是不够的话，儿臣再去弄些来便是。虾儿啊，这红薯你是从哪里得到的？说来话长，只是偶然得到的。系统给的也算偶然得到吧。系统应该是虾儿说的经常遇到的老头吧？那这红薯产量如何？不好，可不能让父皇知道这红薯亩产4000斤，一个屈原里已经招来杀身之祸，这要是再来一个红薯，那不知道会惹来多少麻烦。回父皇，产量一般般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样啊？一般般？你管亩产4000斤叫一般般？再让父皇留下来也是夜长梦多，还是快些把父皇打发走吧。若是让父皇发现我这红薯在后花园，到时候就是想糊弄也糊弄不过去了。哟，藏在后花园是吧？父皇，儿臣还有点事儿要忙，若是你们已经吃好了的话，儿臣便准备去忙了。吃饱了，谢谢虾哥哥的款待。跟哥哥还客气啥？下次若是还想吃了，尽管过来便是。谢谢虾哥哥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马儿急什么啊？父皇许久未见你们了，好不容易才聚在一起，应当再多陪陪父皇才是。好吧。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父皇说的也对，确实许久不见父皇了，不如就陪父皇去外面走走吧。别去外面了，为父刚刚吃饱，走太远难免会不适。那父皇想做什么？就在近处走走吧，为父看你的后花园就不错。父皇还是别去后花园了，那里的花草都被儿臣拔掉了，现在去也没什么可看的。这宫里环境优美的地方多的是，我们还是去那些地方走走吧，对消化也有帮助。看看花草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消化明显好得多，你说是吧，石妹妹？
虾哥哥说的不错，父皇，既然后花园都没有好看的花草了，那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吧。你们啊，为父在乎的是看那些东西吗？为父在乎的是和你们在一起的时间。后花园有没有花草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一起度过了这段时间。我擦呢，父皇怎么就揪着后花园不放？虾哥哥，我觉得父皇说的不错，我们还是去后花园吧。夏儿呀，这石凳材质看起来很特别，想必有什么特别之处吧？还好，只要我不说，父皇必定认不出来这红薯，这只是普通的石凳而已。这石桌看起来如此玄妙，想必大有来头吧？这也只是普通的石桌。那这棵树，父皇怎么如此怪异？莫不是病了？若不是为了试出那红薯，寡人会如此模样吗？不过还好没有问到花园里种的红薯，不然还真不知道如何糊弄。哟，种的红薯？夏儿，这花园里的植物是什么呀？父皇不会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吧？那个呀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这红薯在哪里呀？也没看见呀。完了，父皇注意力怎么就被这红薯藤吸引过去了？不过若是没见过的话，应该很难想到是埋在土地的吧？哦，原来是埋在土里呀。夏儿啊，这东西是宝物千百甲吧？千百甲？那是什么？不知道吧？不知道就对了，寡人也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因为那是寡人编的。夏儿别装了，这形状为父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还和为父开玩笑。真的吗，父皇？我也想看看。当然是真的了。这真不是您说的宝物啊，父皇。跟你说你还不信，为父这就亲自挖给你看。父皇快挖，我也想看看。父皇，这土很脏的，您还是不要用手摸了，珍重龙体。这真不是您说的那东西呀，怎么就不信儿臣呢？嗨，堂堂7尺男儿，这点脏怕什么？这就是父皇说的宝物吗？我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这就是红薯，这么大一个，好重呀！如此个头，亩产4000斤，还真不是开玩笑的。完了，父皇看见了，这下红薯也藏不住了。原来是寡人看错了。这是红薯吧？刚才虾哥哥给我们吃的那个红薯。果然是红薯没错。父皇不会看出来我说的亩产一般是在骗他了吧？这事情很危险，你儿子我又那么弱，没得选啊！你手下都是些什么家伙？沙尘白起，千机阁，天下第一刺客荆轲，这随便拿出一个来，就是足够让外界闻风丧胆的存在。你小子同时拥有3个，竟然还怕麻烦，这怕是活腻了才敢惹你吧？以为父的估算来看，这红薯的产量不低吧？还好吧？怎么也得亩产4000斤吧？这么准，父皇您以前不是卖东西的奸商吧？这一掂量就知道产量了。父皇猜得不错，产量确实和父皇说的相差无几。果然是4000斤，好生厉害。我怎么有种不好的预感？父皇您不是又要开始坑儿子了吧？为父就是借用一下而已，什么叫坑儿子？夏儿，大秦现在产量最高的粮食产量几百斤，已经算高产。你知道这亩产4000斤对于大秦来说意味着什么吗？父皇，您不是想让孩儿把红薯也给您吧？为父是那样的人吗？看见什么就都想要？父皇自然不会是。那父皇再问你，你知道现在大秦还有多少人因为吃不饱而挨饿吗？父皇，你还敢再暗示的明显一点不？儿臣不太清楚。不知道没关系，为父可以告诉你啊。不能跳过这个问题吗，父皇？因为粮食不足的问题，现在大秦至少还有30%的人因为粮食不足而挨饿，这数量可是十分庞大的。儿臣知道了。这就完了。你小子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？若是将这红薯拿出去的话，这挨饿的人肯定就不存在了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还需要为父和你说吗？这个我知道，大概有5000万人。没错，5000万，而其中挨饿的人就有1000多万。1000多万，你知道什么概念吗？5个咸阳的人都吃不饱，那种数量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么多数量的人，男女老少都有，其中也有为父这样的父亲，还有妈儿这样的妹妹，当然也有仙儿你这样的哥哥。他们和我们一样，都是人，但是面对着粮食的问题，他们也十分无奈，只能接受并忍受饥饿。仙儿，你不觉得他们很可怜吗？好可怜呀，父皇。确实可怜。仙儿，若是咱们将这红薯普及下去，让那些饿肚子的人都能种上，那当如何？他们会因为把红薯种死而继续忍受饥饿。这红薯的种植可没有那么简单，季节、土壤什么的都要把握好。若没有我的指导，就算把红薯给他们，他们也肯定种不会。
为父的意思是，你将这技术传出去，让他们都能种上红薯，如此一来，天下岂不是没人会挨饿了？这红薯产量如此之高，若是真能普及下去，吃饱确实不难。岂止是吃饱，红薯若能普及，对大秦军事受益无穷。红薯既可售卖敛聚财，更能运至边境护市，后增国库，军粮也能无忧。行军征战，粮草充足，军队战力势必大增，大秦国力也将随之大幅提升。夏儿竟然想到这么远，那为什么不愿意把这红薯献出来？既然如此，你将这红薯的种植方法贡献出来如何？这东西如果拿出去，那肯定又得招来杀身之祸。但今天不把这方法给父皇，父皇是不能善罢甘休了。我还准备后面卖红薯筹钱呢，好多地方还要用钱。卖钱？哦，不如这样。就算是为父帮你卖这红薯如何？你把种植方法贡献出来，为父负责种植，然后卖出去，再把利润分你30%。哟，乖乖，30%。若是全大秦种植的话，那规模是难以想象的。30%的话，至少也有黄金几10万两。如此一来，可是一笔可观的收益啊！这么多经费，能解决好多问题了。父皇此言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为父还会骗你不成？好，这红薯一弄出去，作用简直难以想象。夏儿又是为大秦解决了一个大问题。不过这臭小子怎么又缺钱了？这么多黄金又花完了，他到底是干嘛了？花钱这么快，这小子莫不是暗地里养了只吞金兽吧？好，那红薯的事情便这么定下了。后面为父找人和你交接一下，这事儿得尽快落实下去。儿臣明白。这么多钱，还真得好好规划一下了。夏儿啊，最近匈奴边境的事情，你可有听闻什么？父皇忽然问这个，肯定又是要我提意见什么的了，还是装作不知道吧，免得又被哪个权势听去招来祸端。孩儿最近一直在忙着别的事情，对于这些事情未曾了解。没事儿，为父说给你听，你不就了解了？匈奴侵扰边境许久，虽然之前镇压得到些效果，但最近一段时间却是越发活跃起来，边境屡屡传来恶报，最近更是严重，造成了边境大规模损失。此举不仅让边境百姓苦不堪言，更是直接的挑衅，完全不将我大秦放在眼里。此举实在猖狂，在朝野上引起一片震动。那匈奴逆贼确实是可恶，绝不能就如此轻易作罢。算这日子，现在匈奴的大雪已经化了吧？先前本欲出兵，但匈奴大雪，出兵必败，只得暂缓。现在匈奴雪化，天气适宜，恰是出兵良机。且匈奴行径愈发猖獗，王翦亦力主讨伐，为父觉时机已到，你准出兵，你意下如何？果然又问我了，难道是我之前的表现还不够废，所以父皇才会一直问我？仔细想想，其实也没什么暴露的地方吧？莫不是身边有奸细不成？嗨，臭小子，你就想吧你，任凭你想破脑袋，也不可能想出来，为父能听到你心声。父皇，这等重大的军事，儿臣觉得还是询问王翦将军好。儿臣是真不知道，若是知道，那绝不可能不告诉您。还希望父皇不要再为难儿臣了。你小子哪次不是藏着掖着的？若不是能听见心声，只怕这辈子为父都会被你蒙在鼓里了。为父问你，并不是想要你提出多好的意见，而是想激发你的潜能，让你多学到一些东西。毕竟就算你不知道，但能思考一下，再听取一些别的意见，那肯定就是有提升的。既然父皇都如此说了，那儿臣便要说出自己的意见了。臭小子，终于想通了。儿臣觉得此事儿应该全听王翦将军的。你这算哪门子的意见？虽然现在冰雪消融，适合铁骑出征，但匈奴骑兵战力强横，也能我大秦铁骑抗衡，所以才敢如此胡作非为。加上现在大秦国内局势未稳，能调动的也兵力有限，此时出兵虽能镇压匈奴，却必付惨重代价。暂缓数月再挥师，便可形成碾压之势，一举将其打服。夏儿，为父若是推迟数月出兵的话，你觉得如何？我去，我刚想到父皇就说出来了，这么离谱，父皇不会能听见我心声吧？怎么可能呢？我真是越来越敏感了，连这种离谱的事情都想得出来。推迟数月出兵的话，儿臣并看不出来其中有什么特别。父皇既然都想到推迟了，那必定是想到将这出兵与红薯的种植联系在一起了吧？若将红薯广种售卖，大秦国力必获巨幅提升，财资充裕，则可广募兵马，精训铁骑。红薯之力难以估量，到时铁骑规模即将暴涨，更能彻底解决战时粮草问题，凭此增配铁骑装备，大幅提升战力。待大秦兵强马壮，战力远胜今朝，区区匈奴何足为惧？运用红薯以粮转财，以财养兵，从而使兵力达到一个比现在强盛的多的地步。这个计谋妙啊！多亏红薯，方让这数月耽搁化作实效。
眼下当火速种树收粮，以粮换钱，以钱养兵，壮大秦国力。红薯产量惊人，经营得当，便可得巨额收益。钱粮充足，则大秦兵力必大幅跃升，远非今日可比。届时挥师出征，区区匈奴，手到擒来。父皇英明，父皇不愧是父皇啊，果然深思远虑。这红薯刚得到，竟然就已经想到养兵的问题上了，实在是厉害。哈哈哈哈哈！这都是仙儿你的功劳啊！不过听着这夸奖挺爽的。奴婢见过丞相大人。去把公子叫出来。怎么不去？回丞相，现在公子他还在睡觉呢。还在睡？这个时辰猪都起床了，废材就是废材，再怎么也扶不起来，还愣着做什么？去把他叫起来啊！回丞相，公子他吩咐过，睡觉的时候谁也不能打扰。难道要本香等他睡醒不成？罢了，你下去吧。多谢丞相，多谢丞相。可恶！今日之事儿等见了陛下，定要好好参上一本。罢了，以后应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。李丞相来了也不说一声，让你这么等着，本公子多不好意思。我的失误，是我的失误，下次你来之前提前告知本公子时间，本公子计算一下时间，等睡醒了再让你来。陛下吩咐说有大事儿，让微臣过来帮忙看看，快去看了吧，微臣还有事儿要忙呢。公子还是少搞这些幺蛾子浪费时间了，本相忙得很，快些把事情说了，我好走了。公子这是做什么？烤红薯。难道陛下吩咐帮忙的事情和这红薯有关？等我那么久，应该也饿了吧？一起尝尝吧。我是来确定陛下所说的事情的，并不是来吃东西的。李相真是铁骨铮铮啊！直接吃就行。口感软糯，味道香醇，这究竟是什么东西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是红薯啊！真香。公子，陛下吩咐的是什么事情？让你帮我种红薯。种红薯？我堂堂丞相，陛下竟然让我帮你种红薯？没规定丞相就不能种红薯吧？这种事儿还是找别人来吧，我还有许多大事儿需要处理，如何能将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？李丞相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，这事儿应该还是有不少人愿意做的。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特别的，陛下竟然亲自让我来。既然公子不强求，那微臣就先退下了。这红薯啊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不过亩产4000斤而已。多少？亩产4000斤。公子莫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有没有那么多？你自己试试，不就知道了。这个个头，这个重量，亩产4000斤确实有可能。若真是如此产量的话，那这红薯恐怕……既然李丞相没时间，那也是没办法了。我还是看看还有谁能看得上这种不入眼的差事吧。公子留步，这件事儿微臣刚才考虑了一下，觉得还是帮助公子比较好。刚才你说过不愿意吧？本公子得遵循你的意愿啊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这便是你的第一意愿。若是强求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，有失皇家风范。其实也不是很勉强。李斯心里清楚，这名留千古的差事绝不能落到别人手里。刚才的事情是微臣的问题，还望公子原谅微臣一次。既然李丞相都如此道歉了，本公子便不再计较。但就这样空口道歉的话，未免也太没诚意了。自然，那若是再带点什么会让公子高兴呢？要是能有个7、8万两黄金什么的，心情应该好上不少。7、8万两？不要勉强，千万不要勉强。公子说的哪里话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能让公子高兴是微臣的荣幸。有事起奏，无事退朝。李斯还没来吗？回陛下，奴才也不知道是何原因。罢了，谁有奏？回陛下，老臣有奏。讲。之前老臣请求过的攻打匈奴之事，还请陛下允许。出兵攻打是必然的，但现在并不是最佳时机。
之前大雪天气的缘故不能出兵，老臣能理解，但现在大雪已化，再也没有能阻挡铁骑的东西。若陛下允许，老臣愿意亲自带兵踏平他们，以扬我大秦国威。寡人已经说过了，现在不是最好的时机。微臣来迟，陛下恕罪。无需多礼，多谢陛下。寡人吩咐你的事情如何了？能帮助公子夏完成这件事情，是微臣的荣幸。对了，红薯馅儿有给你吗？今早微臣特地去讨了2个来，这才来迟了。寡人之所以说时机未到，原因就在李斯怀里的东西。臣不解，这出兵是与何东西有关？这可是宝物。宝物？李斯，你好好和王翦解释一下，这红薯对于大秦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微臣遵命。此物名为红薯，能吃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火烤，或是清水煮熟吃。之所以说是宝物，是因为这东西的产量。个头看起来倒是不小，产量能有多少？亩产4000斤。4000斤。王翦，你现在明白为何寡人说不是最佳出兵时机了吗？老臣虽然能想到一二，但太过片面，还请陛下明言。寡人问你，若是将这红薯推广下去，让普通百姓都能种植，再将红薯都卖出去，与边界的一些小国家交易，再把钱投到军事上呢？投到军事上？不仅仅可以提升装备，还能招兵买马，加强训练，从诸多方面入手，提升军事实力。王翦啊，你的实力寡人是知道的，但现在出兵的话，大秦能调动的军队有限，加上长途跋涉需要足够的粮食和马匹，这样付出的代价不小吧？虽然老臣有胜算，但想必也会损失数万兵马。那若是等红薯推广，招兵买马，再训练更多铁骑，提升单兵装备，并有足够粮草，再征匈奴呢？陛下英明，是老臣欠考虑了。这事儿寡人也是才得知，你不知道，自然不怪你。多谢陛下。李斯，这事儿你要花所有心思去做，寡人要在3月内看见成效。诺。寡人今日叫你们来，是看看你们有没有资格拜师的。原来是拜师啊，早知道不来了。这位乃是儒家之首孔甲。话音落下，诸位皇子皇女皆是心头一惊。要知道，长子扶苏身份如此尊贵，也只能拜入大儒淳于越门下，对孔甲也是望尘莫及。这孔甲不是忙着研究字体简化的事情吗？怎么有时间来收徒弟？老朽孔甲很荣幸能在这里与诸位见面。见过孔夫子。接下来就由夫子你定夺吧。谢陛下。今日我只出一题，能给出满意答案者，我便收其为弟子。今日之题，何为军民关系？今晚吃什么呢？酸辣土豆丝、肉味大馒头、水润小樱桃。臭小子，让你想答案，不是想这些吃的。可有人有答案了？在下扶苏略有见解。公子扶苏早有耳闻，请讲。在下认为，君主就是百姓的引路人，君王统领百姓，指明方向，本就该心怀仁爱，以百姓生计为根本。民强则家盛，家盛则国兴。百姓要信任、理解君王，但绝不能盲目跟从。君王决策正确，就坚决支持践行；若有不妥，也要敢于直言劝谏，帮君王发现问题。只有这样的军民相处之道，国家才能越来越强盛，君王和百姓也能共同成长进步。好，说得不错，不愧是长子扶苏。淳于越那家伙能收你当婢子，是他的福字。夫子过奖，既然答题已过，在下有个不情之请。请说。在下既已拜入老师淳于越门下，以理来说，便不应出现在这里。但父皇召见，在下需遵礼而来，回答问题是遵对夫子的礼。现在在下应遵老师的礼，起身离场。既然你心有顾忌，老朽也不好多留，遵循自己所想便是。多谢夫子，那在下告退。儿臣告退。去吧。可还有别的答案？扶苏讲得不错，没人敢继续讲也正常。不过怎么样都无所谓了，和我这废材肯定没有关系。现在可还有人想回答？既然无人主动回答，那老朽便点人回答吧。你来说说。我不知道啊。坐下吧。你来说说。我觉得居民应该和谐相处。太简单了，身为公主，你还需要多学习才是。夏哥哥，这家伙的问题太难了，
不如我把他的头拧下来，然后将他的四肢折断，再把舌头割下来，让他再也提不了问题吧。我平时怎么教你的？差点忘记了，这样做是不对的，应该将它直接火化，或是砸成粉末，然后将粉末撒到不同地方，相隔距离至少108000里，以免出什么意外。就是这样。不过这老头还没到这种地步，没必要。堂堂大秦皇族，只有这样的答案了吗？你一个儒家老头子，胆敢如此说大秦皇族，本公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大秦皇族的水平。哟，臭小子终于肯出手了。我有见解。夏公子，孔甲微微一愣，对于这个废材皇子早有耳闻。公子请讲。民如水，君如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民如水，直如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实在是巧妙啊！民如水，直如舟，没想到如此简单的比喻，竟然就能将军民关系说得如此透彻。这短短几个字的意思，着实让人刮目相看。刮目相看，竟敢如此小瞧我大秦皇族！一会儿本公子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。您问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，那我可否也问一个问题？你要问老朽问题？好，你提吧，老朽也想听听你能提出什么问题。既然你问了军民的关系，那我便问一下师与弟子的关系吧。师与弟子，人都会有疑惑，正因为有困惑，才需要老师。老师的职责就是传道理、教知识、解疑惑。学生会有疑问，有惑不问，只会一直受困扰。所以要敢于向老师请教，才能解开难题。做老师的不能骄傲自满，要谦逊耐心，用心教学，才能教出优秀的学生。师生互相配合，一起探讨，才能学得更深入，收获更多。说得好，公子满意便好。我可否补充2句？公子请。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弟子不必不如师，师不必贤于弟子。嗨，瞎儿说得好啊！区孔甲，我可是经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才，你刚刚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呢。乖乖，你到底还隐瞒了为父多少事情？老朽惭愧，没想到公子竟有如此才华。这就让你开始佩服了，真正让你佩服的还在后面呢。公子可有拜谁为师？并无拜师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公子拜老朽为师如何？不行。既然公子没有拜师的想法，那老朽也不为难。倒并非不愿意拜师，只是你不配啊。虽然公子有些才能，但如此言论，只怕过于自大了吧？自不自大，稍后便知道。听说你最近一直在研究字体简化的事情吧？哼，老朽在研究什么，与你有何关系？你觉得这个如何？你看这字简化后是不是像风一样？妙啊！这字迹是公子自己简化的？当然。那公子可还有其他的简化字？自然还有。可否请公子指教？看在你如此求知欲的份上，便再给1、2吧。公子究竟是如何想出来的？公子可还有其他简体字？思索字体简化很累的，此事再说吧。公子说的是。对了，叫你孔老头，你没意见吧？公子高兴的话，叫我小孔就行。地上1个猴，树上10个猴，一共有多少猴？唉，2个男人在左面，1个男人在右面，1个女人在中间，一共有几个男人？1、2、3、4、5。这题简单，5个。禀公主，公子无害求见。18弟，他来做什么？回公主，奴婢也不知道。可不是我自己不想写的，实在是有事情没办法。曼姐，我在这边。有事儿吗？曼姐，我发现个好玩的东西，带你去看看如何？好玩的？没错，我可是听说了，你最近学算术的事情辛苦得很，所以臣弟第一个就想到你了。你倒也有心啊，回去做算术，倒不如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。走吧。曼姐，随我来。
18弟，这附近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？就在前边，曼姐随我来便是。带我来如此荒芜的地方，莫非18弟你藏了什么宝贝在这边？没错没错，曼姐你可真是太聪明了。那是当然，我们快走吧，我倒要看看你藏的是什么宝贝。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宝贝在哪里啊？在这里面，曼姐你在这边等我一下，我去取了宝贝，马上就出来，可千万不要走开。对不起了，曼姐，要怪就只能怪吓人那小子，不然我也不会这样对你。嗯？怎么可能？这几个死士连宫中的顶级侍卫都不一定拿得下，一招就干掉了一个。这可是你们自找的。这还是我的曼姐吗？这些贼人到底怎么混进宫来的？18弟怎么还不出来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曼姐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但是他们好可怕，冲上来就要动手，我又不认识他们。曼姐没事就好，这是哪里来的贼人？竟然这么大胆，敢在皇宫里乱来，我一定让人彻查此事儿。对，一定要查清楚，我要把指使的人脑袋给拧起来，然后将他整个肉身砸成粉末，当场火化，再把骨灰撒向东西南北不同海域，如此一来才能安心。这也太残忍了吧！对了，曼姐，这是我给您带回来的，喜欢吗？哇，这就是18弟你说的好玩的宝贝啊！没错，我猜曼姐你是喜欢兔子的，所以特地带回来给你。好可爱啊！果然女生都是喜欢可爱的东西，能安抚一下情绪，真是太好了。你说这么可爱的兔子，红烧好还是清蒸好？啊！对了，18弟，你帮我一个忙吧。什么事儿？把这几个人砸成肉末，然后直接火化，将他们的骨灰撒向不同海域，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。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？对待对你不利的人做到这种地步，不是最基本的吗？曼姐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？这事儿很为难你吗？不为难不为难，既然曼姐都这样说了，那陈弟肯定会处理好的。对了，陈弟，若是你查到是谁指使的话，可一定要告诉我。那是自然。陈弟，你头上怎么这么多汗？有点热。今天天气可是偏凉的，不多穿衣服还会冷呢。难道是因为……难道说我要命丧于此了吗？陈弟，你身子骨太弱了呀，这种天气竟然也会流如此多的汗，平时记得多加锻炼呀。终于活过来了。公子，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？确实是意外，而且是大意外。只要公子愿意给奴才一个机会，奴才定能完成此次任务。别，你别动他。怎么了，公子？总之别动他，千万别动。诺。可是若是不从10公主下手的话，那咱们又能从哪里下手呢？本公子自有办法。还有这个，若是安在马鞍上，供骑马的人踏着的话，那骑马时就会稳当的多了。这也能发现用处，举报外挂，那可真是好事儿啊！父皇，如此一来，以后骑马岂不是容易多了？夏儿啊，格局小了，若是我们将这东西用在骑兵上的话，那当如何？父皇果然厉害，精准找到了利益最大化的用处，果然能一统6国是有原因的啊！如此一来的话，那骑兵是不是能变得更厉害？不对，不是吗？不是变得更厉害，而是能变得很厉害，很厉害。父皇真是厉害。不过夏儿啊，你生产如此多厉害的宝物，却只是为了想玩。什么情况？父皇这是发现端倪了，我要开始找新的国家了吗？孔雀王朝，百越。你小子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这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着很强战力的吧？你这未免也太贪玩了。还好没发现，不然就麻烦了。父皇教训的是，儿臣是该改这贪玩的习惯了。罢了，看在这次歪打正着，刚好让为父发现如此宝物的份上，为父就不多追究什么了。能发现如此宝物是父皇的福分啊。对了，为父带来的好消息可不止这一个呢。父皇还有别的好消息。算着日子的话，这红薯也快要成熟了，到时候大秦将迎来一笔巨大的收益。对啊，大秦将会有巨大收益，里面可是有30%是我的。父皇不会忘记了吧？这可都是多亏了你啊！放心，到时候等着红薯的收益出来，为父答应你的30%，1分都不会少。
多谢父皇，不过都没有关系的，儿臣也不是对这些小事儿十分计较的人。这么大一笔钱，我不仅要练够足够的兵力，还有弄出更多的宝贝来才是。以后有了你给的红薯，想必能很大程度避免大旱导致的饥荒。如此千秋万世的功德，为父要替天下人感谢你啊！天下百姓应该感谢父皇才是，若不是父皇有如此高的效率将红薯推广，天下人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种上呢。确实应当感谢仙儿，不然这大旱后好多事情都不好解决。大旱怎么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？完了，今年大秦将颗粒无收。你倒是说啊！你说了，为父肯定相信你。虽是好事儿，但昨夜为父做了个梦。父皇失眠多梦，这是重点吗？什么梦？梦里的声音又是响起，说今年大秦的作物会有大难，但具体的又没有说清楚，让为父心里很是不安啊。又是未卜先知梦，这怎么完啊？父皇的梦境一直很准，儿臣觉得应当注意才是，派人多去调查一下大秦作物，免得有什么意外发生。确实如此，但是有一点为父想不明白，大旱都已经过去了，究竟还有什么能影响到大秦粮食作物？就是之前大旱的原因，干旱天最适合蝗虫产卵，田地里不知藏了多少虫卵，等卵一孵化，蝗虫铺天盖地，什么都啃得精光。10年难遇的大旱，跟着10年难遇的蝗灾，这日子太难熬了。这梦出现在大旱之后，而大旱天气后面往往容易出现蝗灾，这刚好能与威胁粮食作物符合。这梦会不会是想提醒为父有蝗灾要来了？父皇真是神了，不会还能想到岭南附近的蝗虫卵是最多的吧？想必父皇分析的8、9不离10。为父也是这样想的。父皇，您知道谦虚怎么写吗？知道，但为父不说。若真是蝗灾的话，若是你的话，应当如何解决？如此千古难题，可真是为难儿臣了。将那些蝗虫幼崽吃掉就好了，油炸后撒点盐上去，一口一个嘎嘣脆，而且还大补。呀呼！把李斯、赵高、王翦都找来。是也。陛下忽然叫我们来，可是有什么重要事情？寡人昨夜做了个梦，不会是那种梦吧？好梦。陛下可是梦见有什么好事又发生了？寡人在梦里挖到了宝藏。陛下是在哪里挖到的宝藏？岭南之地。岭南经历了大旱，现在除了贫瘠还是贫瘠，能有宝藏吗？陛下梦见的宝藏很宝贵吗？具体的寡人也记不太清了，但梦醒后寡人觉得很可惜，想必是很宝贵的东西吧。所以陛下叫我们来的目的是挖宝藏。没错，寡人要带你们去岭南之地挖宝藏。挖宝藏？陛下您没弄错吧？只是为了区区一个梦境，便要带我们去岭南之地。寡人去看看，没有的话再回来便是。说起来只是辛苦一些的代价，也没有吃很大的亏，而且这件事情寡人觉得很有尝试的价值。陛下，老臣也觉得仅仅因一个梦境便如此兴师动众，让如此多的大臣跟随一起前去，只怕有些不妥，还请陛下三思。既然如此，那来投票吧。微臣拒绝。寡人赞同。王翦你就没必要说了。为什么？寡人是皇帝，拥有一票决定权。陛下英明。那陛下您还说什么投票决定，直接去不就好了？寡人这不是让你有点参与感吗？可是老臣完全没有参与感啊！出发岭南之地。陛下不会是想说这里有宝藏吧？这里不像有宝藏的样子。这里已经干旱的不成样子了，这里莫非有？作为大秦的将军，怎么可以相信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呢？陛下，您连梦境都能相信，老臣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？寡人的梦境一向都是比较准的，和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可不一样。就算陛下这么说，但真要说这土地有什么宝藏，未免也太不真实了吧？没错，微臣也觉得这土地不可能有什么宝藏。若是有呢？若是有的话，微臣就把枯草吃下去。拉倒吧，以上次的龙椅寡人还给你留着你。简，若是这田里有宝藏，那当如何？若是有的话，那让丞相把那堆枯草吃下去。为什么又是我？反正你刚才也是这样提议的，我现在不过是帮你完成你的提议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吧？王将军不会是用兵能量，逻辑清晰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罢了，先看看这地里有没有宝物吧。有了，这不是蝗虫幼崽吗？没错，确实是蝗虫幼崽。区区虫子而已，如何也算不上宝藏吧？
难道陛下梦中暗示的就是这东西？但这区区虫子究竟有什么好的，竟然算得上宝藏？你们仔细想想，真的算不上宝物吗？宝物，果真是宝物啊！你怎么也跟着陛下一样了？你想想，如此多的蝗虫幼崽，若是置之不理，等它们长大飞出去的话，那当如何？看这个数量的话，应该会发生很严重的蝗灾吧？没错，别忘了我们可是中了红薯的，到时候蝗灾一旦发生的话，那我们遭受的损失必定是难以想象的。如此一来，便可避免蝗灾，从而避免这次巨大的损失。说得不错。如此说来的话，我们还真是发现宝藏了。这东西的用处可大着呢。这蝗虫能有什么用？能吃。香，太香了！喜欢就好，来，快把这些都吃了。不够的话，外面还有，为父给你准备了200斤呢。多少？200斤。儿臣就是再怎么吃，也绝对吃不了这么多吧？为父，这不是怕你不够吃饿着你吗？李斯、王翦他们都没有这么多呢。果然，在父母眼里，你永远是吃不饱的。看在父皇如此有心的份上，此次蝗虫处理不完的事情，我便提醒一下吧。这小子是怎么知道蝗虫会处理不完的？这蝗虫的事情，父皇处理的如何了？这玩意虽然能吃，但是根本吃不完，到时候蝗灾一来，后果也是难以想象。若是光酒楼不行的话，那父皇有没有想过让天下百姓来卖？继续说啊。儿臣就这一个想法，刚才已经告诉您了。若是能让百姓来卖的话，那自然是好，毕竟人多，但这说着容易，做起来可难啊。大臣们去做啊，召集有意愿的百姓，然后进行培训，然后让他们摆摊，然后价格降低，让普通百姓都吃得起，到时候何愁卖不出去？嘿嘿，仙儿，你刚才说的天下百姓，若是为父让李斯他们去培训，然后运营摊位的话，你觉得如何？父皇果然厉害啊，这么快就想到了，儿臣觉得可行。为父也觉得不错，但仙儿你还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好方法呢？没有，说难也不难，只需要将摊位都设置到同一个地方，然后再加些其他美食，形成一条美食街。如此一来，必定能吸引大量的人前来。这计策真是神了！美食街不仅能让大秦经济得到巨大提升，更能让大秦更加安稳。为父借用了，记你一功，后面会好好奖赏你的。寡人准备取消宵禁，你们觉得如何？取消宵禁？陛下为何忽然要取消宵禁？蝗虫堆积的难题，你们可想到办法解决了？回陛下，臣已查明，蝗虫堆积皆因售价过高，百姓无力购置。臣请下调蝗价，提振销量，以解堆积之困。眼下民生维艰。你知道是价格问题导致的便好，若是让这蝗虫变成平民美食，让天下百姓皆可尝到，你觉得如何？若是能这样的话，那确实可行。天下这么多人，若真能到陛下说的那个地步的话，那到时候担心的恐怕已经不是这堆积的问题，而是蝗虫不够吃的问题。可是要如何才能做到让蝗虫成为平民美食呢？这蝗虫的制作过程你也看见了，十分简单。若是要学的话，你觉得多久能教出来？若是有烹饪经验的人的话，1下午便足矣。1下午？那若是将多人集中在一起培训，从而教出一群会烹饪蝗虫的百姓呢？若是如此的话，那让这群人到民间售卖蝗虫倒也可行，而且数量足够的话，想必很快便能普及。没错，寡人觉得可以用小摊位或者小商铺的方式进行售卖，如此一来便不需要太多的成本，只需要工具和原材料便可。陛下说的不错，大旱过后还有闲钱的人本就不多，毕竟很多人都处于无事可做，从而导致没有收入来源的情况。那若是再将这些卖蝗虫的人聚集在一起，形成一条美食街，除了蝗虫之外，还有很多其他美食。好主意啊！若是美食街的话，想必会很快吸引大量的人前来，即使不吃也会看看。那若是寡人再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能在一日的劳作之后，能坐在一起闲聊畅饮，品尝美食，你觉得那美食街的人气会如何？如此一来的话，想必人气定会暴涨。毕竟3两好友能如此闲暇聚在一起，又有几人能抵挡得住如此诱惑？你再仔细想想，若是各地都有生意如此火爆的美食街，成群的百姓都可以享受此等美食，解决的问题真的只有蝗虫吗？神计，神计啊！陛下此计真是神了，神了！陛下此计确实神了。哼，神在哪里？
微臣见你形象的反应，便知道己既定是神了。但至于神在哪里，想必陛下比微臣更清楚，而微臣意见拙劣，就不说出来献丑了。李斯，你觉得神在哪里？如果我们的推断没错的话，那美食界火爆起来，金钱贸易来往将会极其频繁，如此一来，不少百姓便能赚到钱。说得不错，此事若是行得通的话，那对于大秦的经济提升必然是巨大的。微臣觉得也是。陛下决策英明，微臣佩服。李斯，这事儿你可有信心做好？微臣定不负陛下所望，竭尽全力完成此事儿。赵高，培训和召集有经验的人就交给你了，用心做好。禀陛下，李丞相说有急事儿求见，让他进来。微臣参见陛下。说正事儿。孔雀王朝将供给给我们的盐断了。什么？之前所储备的盐最多坚持5日，若是5日后再不想办法的话，只怕这大秦将会陷入大乱。这盐的交易一直好好的，怎么忽然就给断了？盐不仅关系到军队和经济贸易，更是关系到百姓的日常生活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罢了，你先退下去吧。现在这种局面，您要微臣直接退下等消息，那微臣实在做不到啊。不如将王翦将军他们召来，一同商议，想想办法。王翦，你让他行军打仗还行，但盐这种问题让他想办法，这不是为难他吗？这倒也是，寡人会思索想办法的，也没让你回去就闲着。你去找找你觉得可靠的人商议一下，若是有好主意，立刻来告诉寡人。微臣明白。这是什么味道？回陛下，好像是前方的院子里传来的。夏儿的院子，走过去看看。这是什么？怎么一股怪味儿？回陛下，这是海水。海水？这是从北方边境的海专门运回来的海水，咸度比大秦境内要咸得多，所以味道有些重。这么远弄这东西回来做什么？回陛下，公子说要养鱼，所以特地命人带回来的。养鱼？寡人倒要看看这小子坛子里他养的是什么鱼。海水已经弄回来了，下面只需要找工匠就行了。这小子又要找做什么的工匠？儿臣参见父皇。无需多礼。前脚刚把海水拉回来，父皇后脚就到了，莫不是发现什么端倪了吧？夏儿啊，为父过来的时候发现你那院子里在折腾，如此兴师动众，是有什么好东西不成？回父皇，只是几坛海水而已，没什么特别的。还好之前我就想好了借口，不然这回答起来还真不好糊弄。哦，听说是从边境特别的海运回来的，大秦境内也有不少海，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去边境运呢？回父皇，因为是特别的鱼，所以只能用特别的海水养。一会儿儿臣带您去看看那鱼，可好看了。这边境的海咸度可是不一般的，配合上我前2天刚获得的制盐方法，想必能获得纯度极高的盐。寡人没听错吧？这小子说的是用海水提盐，而且还是高纯度的盐。好啊。好什么？只是问父皇要不要去看看鱼。父皇怎么就这么高兴？为父是说你那鱼一听就是好鱼啊，毕竟兰儿你还特地从边境去运海水，如此良苦用心，这绝对是好鱼才值得上啊。父皇说的是，鱼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盐。等我弄出那精盐来卖钱，到时候又能弄不少宝贝出来了。不过这好东西应该要学会分享啊，尤其是提盐方法这种好东西。最近孔雀王朝和我大秦之间的事情，你可听说了？莫非是孔雀王朝不卖盐过来的事情？这事儿影响巨大，我倒也有所耳闻，不知道。又想撇清关系，不知道没关系，你有兴趣的话，为父可以和你说说。没兴趣。没兴趣啊？那为父就更得和你说说了。父皇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幽默？之前大秦70%以上的盐都是来自孔雀王朝，但最近的交易中，孔雀王朝却是直接断了大秦的盐，不再有任何盐的来往。这样啊？这对我大秦的影响可大了，尤其是百姓，而且对于整个大秦的国力影响便更大，而对军队的战力亦是如此。那还真是好惨啊！你作为大秦的天策子，反应是不是有些太过于平淡了？好惨！你这模样未免也太假了吧？为父要的是你提盐的方法呀！父皇啊，父皇，你可就别再为难儿臣了，被盯上的话可是有生命危险的。对于大秦的困境，你有没有什么想告诉寡人一下的？没有，不是我不想告诉你啊，父皇，实在是这提盐方法太引人注目，儿臣怕您把握不住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若是大秦战力衰败，根基动摇，若是孔雀王朝和匈奴一起的话，那确实可能有些麻烦了。怎么说也是2个大国，带上大雪龙旗，怎么也得花上10天时间才能击败吧。
最让为父觉得可惜的还是那盐的利润了，仅仅是孔雀王朝运进来的那些粗盐，一年的收益可就有400万两黄金。这么赚钱吗？乖乖，那粗盐一年都能赚400万两，那我这精盐岂不是赚翻？若是能找到什么能替代的东西就好了。没有孔雀王朝从中赚钱，想必能赚到的钱更多。父皇，儿臣之前意外得到一个法子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上父皇。哇哦，真的？儿臣还未实践，所以也并不是很确定。放心，若是能帮上大秦，那到时候的收益绝不会亏待你。儿臣为大秦天策子，为大秦出一份力是应该的，钱不钱的不重要，收益父皇看着给个8、9成意思一下就好了。嘿嘿，说的是，这收益分配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应该的。夏儿啊，你说的方法是什么？父皇请看。就靠这方法就能帮到大秦？只要按这步骤进行，便能从海水中提取出盐来。从海水中提盐？夏儿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儿臣也是偶然获得的这方法，还正在实践之中。不管算着时间，这2天应该也有成效了。不如父皇随儿臣去看看吧。走。按照公子给的方法操作，确实提出盐来了。这真是刚提出来的盐。回陛下，这确实通过海水提出来的盐无疑。欺君可是掉脑袋的事情，小人绝不敢胡言乱语。不错啊，这质量都是钱啊。等后面再提炼一下，将这盐的纯度提到极致，便能到一个精盐的地步。这盐已经是最精细的程度了吗？这更加精细的话，想必能引起的反响更加巨大吧？到时候肯定有不少人会关注。若是能再精细些的话，能加钱。父皇说笑了，儿臣向来视金钱如粪土。您确定要用这海水提盐吗？此事关系大秦存亡，那是自然。可是提这盐需要的是边境海域的水，若要忽然引进大量的海水而不被发现，这可不容易啊。无碍，为父自有打算。去吧，记住秘密进行，不要让任何人觉察到我们在悄悄招工匠。是。记住寡人的吩咐，下去吧。是。北方边境的海域，寡人需要那里的海水，你去买回来，越多越好。微臣敢问陛下，现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竟然要微臣去寻这海水，可是有什么妙用？寡人去夏人那里的时候，发现一种鱼特别好看，而那鱼只有那海域的海水才能养活。陛下让微臣弄这海水回来，仅仅是为了养鱼。不错，陛下，您可知道现在大秦因为盐的问题，已经开始产生小规模混乱了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您竟然让微臣去边境，为的就是弄海水回来养鱼。大秦的状况寡人自然清楚，但这事儿急也是没用，倒不如把当下过好，先去把海水弄回来。就算是急也没用，那也不能闲着，应该要着急起来啊！该想的办法就得想，绝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啊！寡人的决断，何时轮到你来质疑了？陛下三思啊！退下。最近陛下购买海水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吧？老夫也纳闷呢。对于这种东西，陛下应该一直没什么兴趣才对，怎么忽然就如此疯狂了？现在举国都在为盐的事情犯愁，陛下却将心思都放在鱼和海水上，这实在是让人有些担忧这大秦的未来啊！盐的事情处理得如何了？根本没办法让大秦现在的局面有所缓解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丞相现在可有什么好办法？以我现在来看，现如今之计，最紧要的是要让陛下醒悟，莫要再沉迷那海水和鱼才行。确实不能放任陛下就这样了。明日老夫随你一同上奏，定要让陛下清醒过来。现在这局面，父皇还真是有些不好过呀，不来看着我也不太放心呐。这小子算你孝顺。微臣有奏，回陛下，因为盐不足的问题，现在各地已经开始出现混乱，就连军队和宫中各处都有不小影响。这件事儿，寡人自会考虑，已无需再多言，把寡人让你弄海水的事情解决好便可。陛下不会所说的解决办法，不会就是养鱼吧？你在质疑寡人，并非微臣不信任陛下，只是现在盐的事情严重至极，整个大秦都受到巨大影响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陛下却一心想着海水养鱼，实在是无法让人放心啊！寡人说过了，会想办法的，你去完成寡人交代的事情便好。陛下，莫要再提海水的事情了，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盐的事情啊！你也要来质疑寡人？老臣作为老将，绝不可能看着陛下如此昏头将大秦送葬，还希望陛下快些醒悟啊！莫要再沉迷于这些玩乐了。
父皇啊，父皇，可真是难为你了。海水的事情没得商量，谁反对的寡人都要养这鱼。陛下三思啊！陛下三思。虽然真的不想多管闲事儿，但这局面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呀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让这群家伙闭嘴吧。这稳健到离谱，绝不沾一点麻烦事的臭小子，现在为了寡人，竟然不惜要与百官叫板。回父皇，儿臣觉得这海水的事情干得好呀。公子您没搞错吧？你没听错，我就没搞错。你想打架？老臣只是活动一下。公子既然说好，那可否说说好在哪里？这还用说吗？好处不是大家都看得见吗？那公子可要好好说说，微臣要洗耳恭听了。那鱼好看啊！是吧，父皇？说的不错，那鱼如此好看，绝不能错过。公子您没弄错吧？仅仅是因为好看，您就支持陛下？仔细说起来，陛下是因为去了公子那里，所以才迷上这鱼的吧？你是不是想打架？你当我真不敢打你不成？别送，别送啊！别拦我，王将军，你别拦我！今日我非给他点颜色看看。冷静，冷静啊，李丞相，现在可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想办法解决问题才是啊！我可没有意气用事，这个家伙目中无人，不分青红皂白。我李斯今日就是被治罪，也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被治罪也要打他？没错，让他醒悟，才能让陛下有迷途知返的可能。我李斯愿意受罪。但你竟然有如此觉悟，那老夫也就不拦着你了。虽然公子一拳可能直接敲碎你的天灵盖。都说别拉着我了，王将军，您为何一定要拉着我？老夫没拉。罢了，看在王将军的面子上，我不计较了。你可还记得当年匈奴侵犯，你提议出兵攻打的事情？记得。当年匈奴的决定，若不是父皇派人探查出天气问题，那结果应当如何？若不是陛下英明，及时探查出了那诡异的天气的话，那老臣出兵必定惨败。本公子现在再问你一次，你真觉得自己有资格质疑父皇吗？若就说最近嬴政的表现来看的话，那确实完全轮不到我来质疑的。李斯当年干旱的事情是如何解决的？乃是陛下这边找到了红薯这种神物，这才解决了当时的干旱。那蝗灾又是如何避免的？这要多亏陛下如有神助，说是梦见了不好的事情，这才到了岭南，然后去深挖那土地，这才避免了蝗灾。如此神策，我说父皇是有神相助不过分吧？公子所言甚是。李斯，你也有神相助，总是能得到启示。微臣未曾。既然如此，谁给你的勇气来质疑父皇？父皇的才能是毋庸置疑的，眼光也是毋庸置疑的，他肯定有其他用意。虽然还是不能理解陛下此番作为，但刚才公子一番话如醍醐灌顶，老臣愿意相信陛下这一次。李丞相，你呢？陛下之前的抉择确实英明，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天选之人，臣愿意选择相信陛下。你们的态度呢？微臣定当尽心尽力，完成陛下吩咐之事。本来寡人已经做好了，即使无人赞同，也要一意孤行的准备。没想到你小子竟站出来了。儿臣信任父皇，这是儿臣应该做的。好，海水的事情想必会快速完成。陛下带我们来这里做什么？这是什么地方？忽然过来是来怀念旧人的。带你们来看宝贝。这种地方能有什么宝贝？是金屋藏娇那种宝贝吗？开始吧。这就是陛下说的宝贝。这缸里藏着美女。打开。这不会是盐吧？这么细，怎么可能是盐？这是糖。嘿嘿。陛下怎么知道老臣喜欢吃糖？怎么了？果然是糖啊！这老小子，李丞相，你快试试，抓起一把塞进嘴里直接嚼，那感觉简直难以言喻，一定要好好体验。好，我试试。你都知道是盐了，还让我嚼，也太坏了吧！等等，这是盐？没错。这色泽，这细致程度，这盐未免也太精细了吧！确实啊，这精细程度没话说，比之前我们购买回来提炼过的还要精细。这种程度真的是盐吗？当然是有了，这可是微臣受陛下所托亲自提炼的，难道还能有假不成？受陛下所托，
因为此事儿必须保密，一旦泄露的话可就完蛋了。所以寡人便只让赵高秘密进行了。难道陛下之所以那么执着于海水，就是和这件事情有关？海水和这盐怎么就有关系了？这盐便是从那海水里提出来的。从那海水里提出来的？不错，海水竟然能提出盐来，而且还是如此精细的盐，实在是太让人匪夷所思了。陛下，您不是还在和老臣开玩笑吧？这事儿关乎大秦存亡，寡人能和你们开玩笑吗？敢问陛下，现在这盐的数量有多少？现在的话，足够整个大秦使用了。足够大秦使用了？没错，若不是有此数量的话，那寡人敢把这个消息放出来吗？陛下英明，陛下英明啊！是啊，多亏陛下英明抉择，大秦现在有救了。你们之前不是还一起反对寡人？不关老臣的事儿啊，陛下，都是李丞相让老臣这么干的。罢了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就这样吧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慢慢将这盐安排下去，分发到各地，解决百姓们的困难。区区小事儿，陛下尽管交给微臣便是，微臣一定能以最快的速度做好。你的实力寡人自然是清楚没问题的，但有一件事必须得注意，一定得秘密进行。千古功绩为何一定要秘密进行呢？盐这种价值连城的宝物，其价值任谁都会垂涎欲滴，若是被贼人盯上的话，反而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如此一来，秘密进行倒是极其英明的抉择。而且，若是这卖海水的孔雀王朝若是知道这海水的作用，那当如何？若是如此的话，就算能买到这海水，那只怕也是天价之物，对于大秦肯定是极大的负担。不错，现在你明白寡人为何要你秘密进行了吧？微臣明白了。指南针的材料和图纸倒也准备的差不多了，普通的工匠应该还真是没办法做出来吧？墨家，禀公子，王离将军求见。王离，他来做什么？他并未说明来意，只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。罢了，让他进来吧。微臣王离见过公子。礼仪上就不要浪费时间了，直接说正事儿吧。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只是微臣听说了公子最近厉害的事迹，实在是佩服，才觉得应当来拜访公子一下。本公子已经说过了，说正事儿。那微臣也不墨迹了，此次前来见公子，为的是和公子进行一个赌注。赌注？没错，我这边可以出钱与公子打赌。你能有多少？50万两黄金。50万两啊！想赌什么？就赌您和公子胡亥来一场比武。和胡亥比武？没错，要秘密进行。若是您赢了，这钱就是您的。好啊，我答应了。您都不问问输了会怎么样呢？没关系，我愿赌服输。虽是如此，但您还是要知道一个问题，若是输了的话，就要答应公子胡亥一个条件，什么都必须照做。哼，就这么定了。受陛下宠爱又如何？没想到这家伙那么笨，竟然如此轻易便答应了赌注。会不会是公子下留了什么后手，这才敢如此果断答应？你是有所不知啊，那小子从小就顾着吃喝玩乐，不学无术。这样的家伙要是能留后手，那赵高恐怕都要掌管天下了。这属下倒是有所耳闻，确实要说那样的公子下能有后手的话，确实有些不太可能。稳了，这下稳了。虽然公子下答应了，但公子胡亥没问题吗？若是比武的话，那结果肯定不必多说，定是亥哥会赢，那家伙必败。到时候直接让亥哥提出条件，让那个家伙与太子之位无缘，转而让亥哥离太子之位更进一步。听说离帝你早2日便回来了，既然如此，为何不早些来见我？若要说最想见的人的话，那肯定就是亥哥无疑的。对其他人我都是无感，所以一人未见。小子说话倒是好听，但既然如此，为何现在才来？嘿嘿，我去给你准备惊喜去了。惊喜？你倒也是有心了。其实用不着这么麻烦的，我们之间的关系不需要那些虚拟的东西来维持。这可不是普通的礼物，而是能让你离太子之位更进一步的机会。太子之位，其实对于这些东西我并没有那么在意的，能好好活着就不错了。这可是能让公子虾主动卸下天策子之位的机会。主动卸下天策子之位？没错，只要你比试赢了，他就可以提出这个要求。没了天策子，亥哥你不就更有希望成为太子了？和他比试？没错，我使了点小手段，让你们可以秘密比试。只要你赢了，便可提出要求，让他主动卸下天策子之位。离帝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这种事儿完全没必要的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不行，你只需要参加比试，然后将那个家伙打趴下就好了。可是我不一定能将那个家伙打趴下呀。
你什么实力我还不清楚吗？打他还不是轻而易举，动动手指的事情。其实我对太子之位真没有那么看重，而且我和虾哥为手足兄弟，完全没必要如此。尽管放宽心就好，我会帮您的。18弟还在墨迹什么呢？快走啊！公子饶命，母彩拦了，但是没拦住。虾哥怎么会在这里？为了防止这家伙反悔，我特地选择了最快的时间比试。海哥，你现在就可以揍他了。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啊！都是应该做的，不用谢。快跟上，比完了还有其他事情要做呢。此次为秘密比试，赌注已经商量好，若是公子虾赢了，那微臣会献上价值50万两黄金有余的宝物；但若是公子胡亥赢了，那公子虾就得按照约定答应公子胡亥一个要求。开始吧。你赢了。既然比试结束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等等，亥哥，要求您还没提呢，您可是赢了。提什么呀？提都是兄弟，没必要。不行，愿赌服输，这要求您必须要提。是呀，这要求必须得提。而且还得好好提。提什么好呢？这还用想吗？海哥，肯定是提我们之前说好的呀。闭嘴！这比试是你赢的，要求也应当是你来提。你问我做什么？虾哥说笑了，我们为手足兄弟，血浓于水，谁输谁赢又有什么重要的？比起兄弟之情，都不值一提。现在可不是讲兄弟之情的时候。哥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比试毕竟是你赢的，要说我来提主意的话，确实不妥。但要实在勉强的话，我还真有一点想要的东西。什么想说的，尽管说便是。之前听王离说有那么多宝贝的时候，心里还是比较高兴的。虽然钱不多，但拿过来多少还是有些用处的。输了还把那么多钱都给你，你当害个傻啊？既然虾哥有想法，那便尽管拿去便是。这个提议确实不错，但是把这小钱，大困难解决不了，小困难又没有，丝毫不能减少心中忧虑啊。不如就给陈弟一个表现的机会，陈弟将这钱加上去，如何？有没有搞错呀，海哥？赢的可是我们啊！这样不太好吧？好歹也是你赢了。哥，这次就如了陈弟的意，让陈弟高兴一下吧。嘿嘿，既然陈弟如此心意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60万两。要说18弟心意就如此价格，传出去有些。100万两，100万两怎么样？真是不好意思啊，18弟，让你这么破费。没关系，都是陈弟应该做的。既然事情定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你就是为本公子钦点东西的人，正是小女子。那别愣着了，快点吧。直接点吗？你不点难道要让本公子来？不是公子，现在我们孤男寡女，外面也没有任何人，最主要的难道是钦点这些东西？说的不错啊，孤男寡女。公子想通了。没错，你不钦点的话，那不就只能本公子亲自来点了。这是个什么男人啊？怎么一点都不按套路出牌？快啊！若是公子不介意的话，可否来帮我一下？我好快些将这东西清点完，为公子节约时间，让公子早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介意？胡亥交给你的任务，那你可要弄快一点了，耽误本公子的时间，那本公子可是会惩罚你的。惩罚？公子准备如何处罚奴家呢？你一个柔弱的女孩子，打2下算了。公子不会是想用这东西打我吧？哼，这东西你还有一线生机，我若是用别的东西，只怕你受不了。不用了，公子，不用劳烦了，我可以做好的，可以完成的。陛下，孔雀王朝那边来了信件。孔雀王朝？没错，说是派了那边的王子过来，准备和我们交流一下文化和农业技术等，以此增进我们两国的友谊，促进共同的发展。哼，促进友谊，促进共同发展，你信吗？微臣也觉得有蹊跷，他们之前才断了我们的言，想我们大秦大乱，如今却在这个节骨眼上来，想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若是只捞点好处的话还好，但只怕那等豺狼觊觎的可不仅仅是如此，甚至连我大秦整个国他都有想法。若是如此的话，那可要好好应对了，绝不能让他们轻视我大秦。确实如此。对了，接待他们的人安排好了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但微臣已经在筹备之中，想必很快便能将这件事儿确定下来。既然如此，就不用麻烦，寡人正好有个不错的人选，让他去好得很。陛下有人选了？没错，接待的人你就不用操心了，寡人会决定的。微臣明白，退下吧。是，把夏儿叫来。王离真是好人啊，又给了我100万两，真有钱。他不是刚刚才回来吗？而且还直接给了夏儿100万两，确实大方啊。父皇忽然叫儿臣来，可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
是要喊我分钱了。红薯和盐的钱好多好多钱。确实是有点事情要告诉仙儿你。父皇请讲。嘿嘿，能分多少呢？先来个500万两开胃。孔雀王朝那边来了消息，说要派他们的王子过来交流学习，为父决定让你去接待。接待？你作为大秦的天策子，身份地位都不用多说，正好适合这个任务，你前去最为合适。有这闲工夫浪费，我还不如多研究下火药和那样图纸。儿臣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只怕是不能做这件事儿了。可惜了，孔雀王朝可是一个制盐大国啊，那钱财是数都数不过来，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么有钱的国家，我向他们借钱的话，岂不是能借不少出来？好机会啊！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，官子把钱都给他们借光。父皇说的是，如此机会儿臣不能错过。为了开拓眼界，身体的一点不适算什么，儿臣忍住便是了。若不是寡人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，那说不定寡人就真信你了。你有如此决心便好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下了。你要给本公子看宝贝？没错，不展示一下的话，如何能让对方学习？哼，正好本公子也有些期待，你们究竟能掏出什么样的宝贝？放心，这些宝物不仅不会让公子失望，更不会让陛下失望。抬上来。这是什么？此乃我们孔雀王朝研制的新梨，名为九曲梨。九曲梨？没错，这可是我们的工匠花费巨大心血改造出来的，只要1牛2夫便可耕种。1牛2夫，相比于之前确实已经是极大的进步了，能做到这个程度，确实也算厉害。公子，这可是能提升耕种效率的宝物。将这九曲梨普及的话，那百姓们相同时间能耕种的土地便会大大增加。刚好我们这边也新研究了一个梨，一起看看吧。也好，本王子正好也看看你们的新梨什么样。你们也有新梨？将屈原梨抬上来。哼，结构如此简单，想必也没什么大用吧。若是耕种这片花园的话，我们这9曲梨最多只需4个时辰便可。你们这里需要多久？1个时辰足矣。此言当真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毕竟这屈原梨只需要1牛1夫便可耕种，和某些复杂的梨可不一样。1牛1夫？演示一下。